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聽嚟變能學嘅啦，即係不歡迎有幾時你新嘅看了你係幾時來去嘅人個來收聽變能學嘅嘅節目嘅歡迎，人來，這是我嘅本質，古農。那是我到底錄掉 YouTube 會看掉的，這是我直接調掉我嘅本質古農就係，這是我嘅山頂。這是咪咕山頂，後尾佢使係一個跳，啊做咧小刀啊度，誒 unicorn，你我是 unicorn，都念啦，係你開 Starbucks 唔叫佢，我冇念啦，哎呦，我冇去 Starbucks 嘅，我就少去 Starbucks 嘅 ，Starbucks 貴，我那時有念咖啡，我開始去咖啡店，拖。邊嚟？貴你一歐，唔知3塊5塊係哦，3塊4塊，難得咯。嚇，差不多一個股率上幾錢咯？差唔多成嘅，馬來西亞咯，咁馬來西亞幾錢？convert 冇啦，你即係冇呢貴。convert 到幾錢？12塊冇啦，I think currency 嘅數啊，當然都冇呢貴。你5塊，你算4塊啦，一歐都落20塊呢貴。有咩？冇啦，10幾啦，12、13應該是有啦，我冇未記咧。佢估呢一個美國上幾錢咯？一歐6000塊嘅人。你OK？四歐10幾。誒，我要介紹特別嘅邊先。啊，我要食老椒阿龍歡迎。大家好。你都冇人講啊，知道啊？誒，我哋隻物件拍攝有人看到啦。哦 ，OK。我愛看你知咩物件喎？我就愛看，當佢阿龍晒 Snapchat 啦咯，定住幾年？係咩？嚇！你未笑佢，你未笑佢阿龍，咁咪 continue 接落去。好啊。OK，你做一隻好，你做一隻好，隻嚇，隻主人，按照講啊。主連，了 OK，個有老椒韓咯，歡迎韓。你好，了個有日本鏡老椒，歡迎日本鏡。Hello，大家好。了個有老椒到 Discord 嗰邊嘅大粒頭，歡迎。大家好。大粒頭其實你聲就水哦，你做咩？做咩？啊，bass 嘅呢？冇啦，唔是 bass 啊，只 bass 啊，只。bass 笑，我講 bass，我講成個 bass 啦。啊，了個有隻我嘅卡開剛頭一刀來，特別嘉賓，歡迎你名咩名？金鳳鏡。哦，金鳳鏡，歡迎。金鳳鏡，你按照隨就變嚟學嘅呢？哦，我是段有一幫嘅事啊，係你 Christine 係你紅毛阿蓮啊，你唔是有一個 Facebook 嘅 video 真正受歡迎嘅咩？嚇，哦，你看，幾時紅毛啦？都叫人紅毛蓮呢？頂到是叫紅毛蓮啊，頂到是咩？頂到叫紅毛蓮咩？頂到一個叫紅毛蓮。以有啊，講個叫阿蓮。了，我都是看到伊阿蓮啊，你是看到阿毛Facebook 不？阿毛Facebook video，哦 Facebook video，但是你講伊出車誒，你 video 係我未記得咗。我別記啊，意思是講伊安怎學到福建話和物件咯。有你後邊看起咧，係加隨住邊啲學嘅啊？哇，咁少哈阿毛咁少，個推銷，個做 promoter 就幹嘛誒？個生成本啊！你 OK 來未？你大面介紹進來，你當今是多少人？我講緊當 KL。哦，得個林波。是啊，哥倫坡。แล้วก็singer actually 嚇，其實即係金鳳鏡咧是有談係咧本來學見學係咧係件事內段 premier 段咋。Nice。叫我是 one of the winner。I mean 冇白咗。冇白。咦，我就係準備做啲飛機叫做部幕白，一摸就一隻小當劍，定到嘅時起望嘅咧時，一部摸嘅時都開型嘅機叫部幕白，當劍一摸窒窒咧，派機啊，白咩咩窒幕白係喺度。
歡迎嚟，你一邊嘅人咧當劍嚟甲我講嘅咧，我是要講喺幾時攞這出戲啊，未講看啷看咧，感覺正看貴咧人是阿龍咯，但係肯定係講，誒等陣，我未 explain，但係我叫你 remind 我係咩阿龍對，個咧笨酒。個咧笨酒嚇，我係個咧笨酒就笑嘛，แล้ว邊咧學嘅，我講聽，邊咧學嘅人真正搞，真正支持這出戲嘛，當然去看時啊，即係人情啊，邊咧學嘅 T-shirt 去，啊做啊，你係咧崇拜係咧明星啊，咁教我講，哎呀我看到你邊咧學嘅人來。Jonathan message 我講，哎呦，你邊咧學嘅人我看到。幾好笑！你係你們教我講Frederick Lee 們教我講，看到人，只搞。你話試過有呢，人去，我咪是學你頭一禮拜咯，所以一個禮拜咧，人聽這出戲嘅時候，一禮拜4 11號，5月11號嘅時候，人個擺機會聽歌咧，聽伴奏咋？你有冇教人講嘅就是呢？喺件事不，即係 Astro Show 呢，一聽到人嘅呢拉鼓後，人嘅咧伴奏嘅歌咧，一夾好話淡薄獎品，所以我係學人較濟淡薄。特別我唔再學呢，我本 still 學背嚟啦嚇。4包咧4伴奏，4個咧4伴奏。特別你是成彈嘅人咧，我就學你勁愛彈伴奏，還是彈歌咧成。我人嘅 stock 咧 inventory 時候，我計拖嘅這個咧，我就諗勁歌咧。因為我得這個時候，我睇到人愛講咧，所以我較這個咧，你特別教背時，攞特別斜講參啦嚇，就教嘅時，你咁咩參咧時，讓即係11月5月11號，讓5月11號報嘅時候，嗱是講讓報上來效應嚇，我咪是記得讓效應加類單咯，如果你俾攞條單咧，你要參嚟攞人參嚟講，讓到攞人做就記得效應，แล้ว做就協效應嘅類單，แล้ว讓就係。upload 去我講咩類對談了，特別呢，那是你無談，你無唔是頭白看呢，我咪做叫白看呢，人哋存 extra 到啲 Snapchat，所以對我 Snapchat 冇人使下，到啲 Snapchat 我個另外學 Snapchat 佢個硬談啊，你很 serious respond 很少談，那是快手啊，就定住我只看我啲談嘢，特別那是你無談嚟講下，你明記啊，我學舊家第幾禮拜，一禮拜後咧。後尾是攞禮拜過嘅時，我被溜，所以人接，但是人無彈無快手，人較慢來人咧，我會貼人無彈過獎品嘅人嘅名寫起來咧，咪是溜獎 lucky draw 溜看住人嘅彈過嚟彈伴奏。所以感謝 Astro Shaw， 有個感謝人巴魯過來新收聽新嘅聽獎，有啲人是到啲 YouTube 跟他到啲錄掉會看嘅，就。YouTube 會看人嘅本來學緊頭一擺吹掉嘅，攏頭媽是有一人到底 YouTube 會唔話，伊要學福建話，即係一屆馬講話。啊？按照點嚟講，伊人，伊做女人嚟。我唔知，特別一下鄧能字啦。要激死喎！一下鄧能字，特別伊講伊要學緊話，一屆馬講話，為了安怎學呢？你而家都幾安怎解馬講話？唔知。Sign language。當然應該係講明邊嘅是講硬模啦。佢這本是啲人嘅嘛。所以伊嘛唔掉。到底邊呢？到底你別使講日本啦。伊嘛唔掉。就講話。你唔掉嘅是當劍個吞假人。對啊。當劍個吞假人。我所以咱比方咱講一個係幾時來 review 時，我覺得條代誌就是，這出戲咧。伊影響到咱只節目上方面誒事啦，代志甲了伊會成個學起來嘅咋。你看這出戲啊，你頂到個早嘅物件，還是你家己經驗過嘅物件，甲了慢慢成鋪起來，成鋪機呢。然後是當佢我講起就是咱看，對咱看這出戲來講下，即個咱學邊咧學緊話，即個話題曉，本是鋪起來。所以一人當然啲 start 講怎麼說？有人講福建話，有人無人講福建話。人搞到媽咪 issues 會 surface 啊。搞到 surface 起來咯，搞到加起來。那邊咧福建話就是頭一條嘅美女阿龍嘅，就是那是講伊到底邊人啦，不要學邊人福建話，安怎學咧？那是伊是未曉講人。
伊袂晓講嘅人，伊會做朋友咯。伊袂曉講嘅人，伊當然講話聲。maybe 我講我無人平時咁就是講，哦，嗰時我唔是講被咩人啦，唔是咁意思啦。特別咱邊咧，你係印度啦、馬來啦，因嘛是無其他國家，特別安怎你自人會曉講。袂要緊是看你有時買學嘅話，你身邊安尼就會曉講嘅話人，你一句學起，一兩年過啊，你話紅蘑菇是無大邊嚟嘅喎，你會甲人千百可能厭。好少伊多邊咧，伊咪講為咗學邊咧學緊話。我唔知伊多邊咧冇，我唔知，我是伊是下面環境裏邊大。我唔知啦，我唔知伊多邊咧嗰時大細路，我唔知，我可能看到伊嘅 comment 啦。所以就是講，我是會阿龍話未必你都要做隻 class 咯，嗬 webinar 呢？會使啊，嗬，咱做隻，其實做正正咱5分鐘嘅，啊5分鐘嘅，短乜可能變線呢種，是啊。我人咧，若是講你要到正學咧，我就是袂想教你，你一步一步教。特別這邊是來互你聽，所以即係人嗬，你講你袂曉講本好啦，你放條聽，放條聽，嗬，你學講嘅時候，你加講嘅時候，伊對較硬，因為你聽關係啊，識啊就是。你關係嚴咧啊，六百幾集聽係了就曉啦。啊，對。อันนี้我比較少放到啲下邊嘅時，我放到啲 Facebook 一段人 comment 嘅話，超嚟啲轉。Skype 下邊哦 yes，OK，呢個你個就係問題啊，龍咧就是那是你感覺到 OK， 即係人成講哇，對，學嘅話真係好啊，上期啊真係感動啊，上期咧學嘅話，除了用嘴講，如果要用係咪不過要做係咪物件咧？我感覺咧，愛做蝦米物件咧，對普通誒檳榔人嚟講咧，其實你袂下啦，檳榔嘅人做上濟奇怪嘅物件，譬如講去參加比賽啦，去寫文章啦，你袂下啦，檳榔嘅人做這物件，檳榔人當今應該做嘅物件真正簡單嘅，一項嘅，就是大頭先講，就是講咧無了嘅，你講差又好又好，錯話又好，好話又好，唔要緊嘅。你對佢講就對咧，你教你囝講，教你孫講，第要緊是要教囡仔講，12歲以下嘅囡仔，你特別要講，你教講呀，淡薄屁啊，一句兩句講，坐起來呢，你就關係嘅。邊啲人當佢會做嘅物件就是這項嘅，冇別項嘅。就是出嘴嚟講就對啦。哦，冇白來啊！冇白來啊！冇白，你啲得咯，你食青。你得咯，個邊點嘅？Mother's Day 嗰啲拍劍口，我見變咗劇。哦，拍劍嘅點變咗。嚟邊個拍？哎呦，食下咯，劍口變。先嘅，依市鎮樓，依 convert into hotel 㗎cafe 㗎拍。或者咱邊咧學嘅，不，或者咱邊咧嗰啲時間嘅 cafe 嘅 hotel 啊。冇咧，cafe 嘅 hotel 咯。OK 啊，冇白，你mute掉你冇講話嘅事啊，因為有你下邊後尾時我聽到，特別係你拄到嘅朋友，特啲 Premier 加林波 Premier 嘅時嘅朋友啲啊，伊咪做金蹦鏡。金蹦鏡。然後就咁對啊。冇大家好。住嚟到嘅，住嚟。到幾啦個點？兩位仔，大家歡迎。我冇愛插，我冇跟你講話，我都你講話啦。我唔跟你講話，哇錯啦。我冇 Indian 啊，我都我成日我一百人呀嘛。阿 John 特別是到嘅。我冇是零呀，我冇是零呀嘛，我冇講咩嘢。冇講咯。哇！就係數到落冷嘅咧，安尼可以嚟譜。哎呦！我冇夾什麼啦嘛，阿盧啊話咯。等陣我吹轉嘅結辣，有人看到。我把你播一個，我頭擺吹彈啦，是我有哪看戲時，我哪播喂 lip gloss， 成個 lip gloss 包，你成 lip gloss 嚟嚇。阿漢不打時啦，做美甲你美甲啊嚇。OK， 貴嚟。我叫阿師你除咗嚿美甲，呢一個另外你豆嘅攞條豆嘅嚟啊，咯個有古靈大家好，古靈嗲嚟啊，古靈嗲。
古靈仔。誒，等陣個男 message 說，死我特結就 popular 啊。OK，哎呀，死等陣 ，OK，我咪小條 question 可能講嘅，我當時個 answer。舊嘅咪是都佢啦，舊嘅咪是都佢咁夢驚咯，諗講或者。有啊，都佢啊。Hello，豆嘅。Hello。哇！阿姐豆嘅會唔會亂咧？豆嘅？哦，我拿歐刀。哦，我當把刀才 sponsor 俾他學嘅呢。我好不你講 sponsor 啦。我想到第一隻好笑嘅物件，無毛白甲無蘑菇嘅畫面。做咩事？做咩事？無蘑菇加無毛白。他媽就是講啊，他媽是咁逢驚講哦。是我唔知做嘅是無毛白，嗰是無蘑菇。定得無毛白無毛啊嘛，佢應該記，當然有毛啊變咗 confuse 佢啊，變咗啊。是咯，應該加無蘑菇 switch 刷畫面。誒啊，個一間我哋都唔會 join，แล้ว個個轉個啊？哦，他媽特別驚我未 join，特別驚來啊背。等陣 is message 好啊，等陣咧就估無到起來人啊去看啊，好，咁啦會講噶啦。OK，當住講我人家己講，住人看過啊，先住。我日本間看過啊。你頭自己去看下，你講我看你當5月3號誒。5月3號伊 KL 伊早自己做。哦，哇！你講你醒目，你直頭安尼去。哦，即係靠啦，即係感謝啦，豆嘅啦，係講嘛。哦。去看咯，哦，OK，我大嘅。係咗，個人講我偏 ET，我無行講。馬路唔是這個 topic，馬路唔是這個 topic。佢再來啊！佢再來啊！來救命啊！我對我就是我反上架夠啦。小白雞掛鈎，小白雞掛鈎。成日流硬流波，當時流硬流波，你可能順嚟個順期，但錢媽超，我嘅話再講啊。So romantic。特別係直接我去看時啦，無講咧濟人，I think 12個人可能，我看時都慘喎。人哋冇人知嘛，5月3號出人講。有可能冇人知咯，了跪拜時我成 feel 到 book 佢哋耳底看。哦，跟住我會看啊 ，OK， 你當 OK， 你一個做人看過。哇！哦，你看本啲啦，啊，古靈底啊，嗰時。哇，站尾去看哦。我站尾到底去看，所以其實只個通講。是咯。OK， 搞，แล้ว你冇夾多協小英啊，試過褪過嚟褪啊笨蕉啊3號，記得這。哎呦，我未記。你大咧？我大我朋友嗰邊。你個你朋友夾對嚟咧協小英啊，แล้ว佢佢because 係拜時時候，你個使 upload 你小英特啲 comment 位，แล้ว試過褪。係多謝 comment。未辦過，即我即拜11號時我個 upload。即另外一條小英講 contest number 2，你有時講 contest number 2你未好彈呢，8條未好彈呢，後邊叫我個 lucky draw 個差唔多成10嚟獎品個後邊，個 lucky draw 個可能 second chance，個可能 second chance，所以人第二個機會，等陣我8萬攤就先，張愛，就係8萬攤 ，Oh my， OK。當然嚟講，嚟確嚟確啫。個出去看過啊，豆嘅看咯，係啊。做只看啊。冇乜白嚟，做啫。OK，當今晚我媽仔我坐我內留意看咋，所以我有 ticket 啦，當今晚翕啦，輕 upload 嚟我驚輸嘅。你那是為當今 upload 咧，你是 enter for lucky draw 咯，那是你11號5月11號。會使，啊是你5月11號咧 enter 咧頭幾日咧，就是那是你經過咧，你是爆彈過咧，你就5月11號。5月11號啊？嚇。OK， 我等5月11號，我哋嘅 ticket 對啊，我哋嘅樣嘅 ticket 對㗎喎。你那是咩？你3條咧，你喺3條咧翕3人嘅面參樣嘅單咧，
你就趁溜3刀，你就趁有機會趁3刀。了個好勢啊！你講actually 我有4條單，特別3人呢。4條，做3人個一人。冇白，我睇無到過咧，我咁心就 OK 咯。我驚輸了啫。你咪是驚輸？會使，你真係做4條單，因為啊，我頂日坐 IQ 整攞做嘛冇人看咯。แล้ว我驚輸啊，我去買 twin seat 咯。我買 twin seat 就買4條嘛，愛買2條、4條、6條別。twin seat。當今晚喺啲 cafe 上亂咋，當今晚行出來大街咯，愛慢慢行對 hotel 啦，所以亂講成我攰啊5分鐘，我甲轉路人呀。OK， 來個有裝看啦，咁咪是咁蹦腳看咯。對，我冇看啦。John。古靈爹。我未記起啊，我啲個是 online 買喎。你 online 買，伊你有咪是有你 online 誒，你叫你朋友 screenshot 啲嘢單，一叫你哦。嚇。哦，你本 A 啦。使，即係咪是你咪是咩啊？林咪是。林咪是叫。即係你陪白特隻啊，還是陪 jam 呀？陪白特隻。Oh shit！我未記冚咪 sorry。陪白特隻。OK，來，嗱看 OK，咱就要放一掛啦，唔係啊？夠閃隻講。海記放喺咧海記線內過到啲後尾，所以我咪讓國看鬼人。OK，等陣你要報告聲，咱就要等你 emergency 嘅時候有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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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諗嘅時候嚇，然之後我隨下咩聲，咩聲係放啊唔對，唔對，然之後我咪放。邊磅，等我隨確喎。人哋即是 alert，人哋當今人是放嚇，即係馬達車，冇拍正好。安尼咪會使啦，嗬。OK，就是老聽咗咧，就是講我咪有spoiler alert 了。spoiler alert 意思咧，就是講。我講出來，即係喺幾時落裡面嘅故事，然後是講เราไม่去看，แล้วเราไม่聽過，當今日你เรา就嚇，เรา聽到這聲時，เรา聽到這聲，เรา就被咁樣停去看，แล้วก็讀對嚟聽，即係 podcast，OK， 我 podcast 未走嘅，所以當今我未講嘅，嚟，咱講，就愛 start 講你你嘅 impression 你看了即係你感覺點樣？人講好無好，唔使講嘅，人正是邊啲學嘅，即出唔是冇，即出冇 sponsor， 就是人嘅基本嚟學嘅。OK， 我 start 先啊。so far 我看啦是並即講嘢 storyline 是並安排到並 OK 啦，I mean 嘢放一按到 the end。也 storyline 是真的是並 interesting 啦 ，and then 也 switch between 70加巴魯嘅時代咧，是本 switch 到本mean on telly 啦，mean 看了會明白啦，and then 好我感覺到 feel 感動嘅不是。主要兩個筆咯，頭一個筆是3加阿款加落點寫咯，I mean 你 set 點寫加落，嘅筆 actually 以後我 feel 到 something that I mean emotional 嘅筆咯，the last part the second part 就是the last part 就是講3加爺 mother 得問意點解？阿妹actually 人看到佢 still accept 伊嘅，but actually 我 feel 到邊 actually 邊 touching，and then 我 actually 是留未停咯，就是。你嗰個你嘛去看下頭一擺時。是啦。頭一擺幹嘛？舊愛嘛都決定去看 ，actually 邊 touching 咯嘅，but actually 我4號嗰個我過去看一擺啦。
我不是就是诶老白油。你看幾擺啊？當然。大陸看第二擺咯。第二擺 OK。我唔知咩事我。我留學別人講。我唔知咩事我你未 play 喎，我 music 未 play 到啲後背 something fucked up。I mean，喂，你個 system 啊 fucked up 啊，我唔知咗啊。你 connection 成日 a bit slow 用翻咯，成日 a bit 冇咩水用翻啲 connection。我 connection 是 OK，maybe 你嗰邊 connection 啊，我 connection 就大條。我邊 connection 啊水喎。我 music， 我聲真未出 from 我 computer， 我放 music 嘅事。就弄好啦，再啦。แล้ว別人咧，別人咁夢驚。對我嚟講啦，佢哋 movies 感覺就真係 familiar 啊。伊規個 movie 本上個是咱聽過，或咱本身古早係是曾經行過嘅咯。直接識啦，你感覺到就哇，即係伊是伊個環境啦，啥識咧，還是伊行過樣正有故事，有啦啥識，想講。both 咯，樣嘅環境 ，of course 邊樣大人本辦嘛，แล้ว樣家己嘅故事咧，本我感覺到at least 有咱親戚啦，咱嘅朋友啊，咱有聽過故事嘅。你減大數細數本冇經驗過，你講下 ，sorry 你講。就講啦，咱當然真愛面水嘅嘛，แล้ว你就看伊嘅spoiler 啦啊。等陣多。spoiler 嚟。OK， แล้ว你看伊安迪咧。even though 伊真係 proud of 伊嘅孫啦，了伊治了特別3年咧，對伊嚟講咧是一個安怎講啊 struggle 嚟嘅，因為伊本身本唔是講真係好，了特別伊嘅安迪自家成個直直講伊又好翻啦，所以 in a way 這個 scenario 是真係對我嚟講是真係 familiar 啦。了了beside that 我感覺到Christopher Boy 伊嘅功夫真係是真係好了咯。若是講你也未看迄個 movie， 你看到伊嘅 trailer 哦，有 one part 是伊嘅媽甲伊嘅囝做一跳舞嘅。so 迄個 scene 咧是差唔多真係後尾啊嘛。了伊真係做啊真感動哦。第一種有嘅物件就是講，咱本在迄個主題曲是走船橋嘅嘛，對哦。特別 in the movie itself in the final ending 嘅時候咧，是一個查某笑嘅。了 more touching 嘅對我嚟講啦，是若是你有聽啦，迄個查某嘅聲真正像迄個伊嘅媽嘅聲。阿龍。唔是伊媽咧。是特別對我嚟講，樣吹到是像伊媽嘅聲啊，就查某唔是媽。對。我聽到是哇，心都累㗎了。伊版較好聽嘛是啊。對。我家己本身咁感覺。即到底戲裏面，阿尾聽到講到底海見跳舞啦，行海見嘅時候，迄個聲是唔是走船嘅聲啦？查某。阿坤笑嘅嘛？阿坤笑嘅嘛？唔是，迄個阿 John 伊戲到頭到尾無走船唱嘅歌㗎。是啦，無走船唱嘅歌。伊了嘅點聲是查某唱嘅。了無出來講是 credits 就是把你有走船嘅聲。是 credit 點聲個有嘅。畢竟查某唱嘅聲是少年阿坤是唔是？唔是，我講唔是啦，是少年阿坤，別人嚟。少年阿坤是頂住我哋個班。有時一個嘢掛本嘢，伊聲像馬，聲像馬，聲是馬嘅聲，特別唔是馬嘅。OK。少年阿坤唱我都冇聽到咩？少年阿坤唱喺度 MTV 嘅。伊時間咧合唱。伊合起來。參加走船，要走唱。了對我嚟講啊，迄個 release 真係是真有意思。若是講你看到迄個規個 movie 嚟講。我都會記講伊嘅 release 有一句是講蝦米
he's He I'll remember your sacrifice 啊，你會話犧牲咁樣做啊，or something along that line 啦。So for the whole movie 對我嚟講是 family sacrificing for each other 咯。但係講成個嘢講咱我是咪講 detail of like 就 sacrifice 嚟？對，咱講伊嘅知就好啦，啦，你看。伊 spoiler alert， 你講伊嘅知就好啦。你看伊當細漢到大漢，因為伊是知，所以伊嘅爸母也無咪講屬甲伊，唔講愛伊。了 ，even though 伊也有遐尼 experience， 伊本無 complain， 伊本無安怎。In fact， 伊知道講伊嘅小弟有需要有淚，因為把淚會翕伊，伊本。會寄出伊嘅 saving just for 伊嘅小弟會 continue 伊嘅 happy。So in a way， 你會看到講，咱講家庭啦，到間專門是家庭咯。So it really resonate with me 啦。但是講我有哪裡知，但是講我只有蝦米事，我感覺到我冇是會做遐尼物件咯。我 suffer 淡薄，但係我係做路較好過是一個好事啦。แล้ว我當得一個角色，得一個人到底這出戲裡面是當到你心底大，得一伊媽，伊mother，伊媽，人別人呢？誒，等陣就來啊！奧比來啊！奧比換你奧比。แล้วก็จอมปลังเนี่ยปลังต้องตัดเลย伊馬甲伊嘅知咯，伊馬嘅知啊，因為伊嘅知 actually 有伊 actually 嘅知嘅 movie 裏邊阿훈伊嘅知 actually 有一個 job 喺新加坡嘛，因為佢喺新加坡 interview 嘅咩？but the thing is at the end 伊 give up 嘅 job 嘛，伊又冇去 interview 啦。Actually, is I found out everything behind and then 去新加坡 interview 做工嘛，但伊冇做。So I feel movie 裏邊 certified 第一最 ，I mean secondly 犧牲第一最是伊嘅知咯。犧牲第一知啦 ，OK， 咱當然就會講犧牲第一隻，咱個對來每人看別人嘅，得一角色是當到你嘅心第一隻。你講最人 sacrifice 犧牲第無相嘅物件到這出戲，就講犧牲者。伊個阿咧咧Vivian 加伊知名咩啊 Grace 咪是 sacrifice。Grace 幫伊個伊裏邊犧牲嘅人真濟啦，老實講，特人本犧牲，特你人本犧牲啦，特人本有咗。你講伊老爸好少啲老嘅類嘅咯，係咯。我感覺種伊嘅感覺上咗，如何家己厝內邊會相信啊？你所以伊嘅 trailer 裏邊有講嘛，家己厝內人本未使相信。要講一句話嘛，因為咱家己一句出戲裏邊是講家庭嘅，特別你講家庭嘅故事裏邊，佢互你聽到一句話，講原來家己厝內嘅人本未使安尼相信咯。伊是就相，因為害到伊嘅是家己嘅親小弟咯，害到伊後面物件後面你無個了解，害到伊未做人嘅老爸，因為伊伊嘅而家講俾上嚟去英國讀冊嘛，有一個八嘅嘛，伊講俾上嚟去讀冊，伊未上嚟去了，如果未教你而家講，做乜事我未上嚟去了，當然爸爸冇在掉了，所以伊嘅犧牲係一種伊為打鬼頭家，特別伊冇在掉。係咯，無能為力啦，無奈啦。伊無法度，因為迄個年代佢唔是講真正贏嘅喎，對唔對？係咯，接落來伊小妹，伊大小妹，伊大小妹犧牲是，伊為咗講伊個未救一個厝咧。對，我冇辦法了，我會救落這，我就救落這咯。所以，但係當我用對厝一半啊，伊就買物件互伊嘅嫂嘛，對唔對？伊嫂就講把 Grace 啊。梗係批成了咯，佢之後你俾物件過來。一部戲成本係個，我未做寡行咧，我會做物件，我是做嘅。
啊，我會做淡薄是對物件，係啦，伊個為咗伊小妹，伊咪去 Australia 嚟講，我去啊，我留嘅時候是安怎啊？係 touch one 咯，唔知咩事。特別一般我本無咪了解啦，伊無去 Australia 嘛，伊英國唯一小妹啦，伊安怎講啊？伊唔是講伊嘅所謂講，你會使起聲嘛，未啱嘅對嚟嘛，伊唔是咁講啊。嚇，伊到底係咪屬於無去？因為 maybe 我看，咱看馬來西亞 version 是格還是咩我唔知啦。現在這方面冇教大家，我看了冇明白。你做咩事冇明白？哦，做咩事冇明白？你冇明白做咩事？伊後尾是伊冇嚇，伊咪去。呢個啊，點我講你 spoiler 就真係 spoiler 啦，喎。你 spoiler 啦，當然我啲，但我訂咗先個。我是 spoiler。大正。It is 我是有 script 嘅啦，我知。我 spoiler 是真係 spoiler 咯。spoil，and 我就講要你八少啦，同你講。有你八卦氣八係我。你未識上三版。阿龍 ，actually 後我 try 啦 ，actually 是我冇睇到是。阿龍，你咪講個 ，because 我咪聽別人看 based on 這個 edit 嘅 reaction。OK， 我講下，我係 version 啦嚇。actually 是 Grace 係阿蕉嚟，阿蕉係咩叫阿蕉係阿蕉。OK，actually 我係 version 就是我想講講 Grace 用伊個歌去 Australia，and then 伊 maybe 伊成功多個 area 多喺 Australia， 所以就所以就是伊無愛去 Australia， 因為伊驚一個去了後伊被拖伊小妹個去。and then secondly 就是伊唔知要安怎會幫伊小妹 after that，so 伊 decide to live in Malaysia rather than go to Australia 咁樣咯。別人咧，別人。我 version 啦嚇。我是 Hello。So個。I saw Grace Vivian 嘅 part 有一隻 cut 嘅。是咯，有淡薄一隻格。I think 是 time 嘅事嚟，I think。我回兩隻，我冇看到咋，老實講。你冇看到 current version 啊？因為 Grace 嘅伊阿某 boyfriend 有 sort of make up 嘅先，冇嚇，即係冇。actually 是有嘅。特別咱希望把這個時間出 DVD 時候，伊 director's cut 出來咯。因為我講聽，你 DVD 我哋未使你馬來西亞 version。我要解釋。你美國嘅 version 啊？我要解釋我聽，有當時做戲有這無相演嘅 complication 啊，這真正複雜嘅物件。就是你要過。人誒有咧是當馬來西亞看一個政府咯，啊不第二條人咪講政府國拍嚟，咪講政府嚟影響嘅物件啦，就是有當時你會 edit decision for 你 final 嘅後尾會 edit 了，你唔是翕嘅物件，逐項你都用嘅，你看咧伊告訴會教會成功嘅話，你對使放出去嘅看咧，但是有當時 sometimes 伊感覺到一個線。無 help 到，還是無 add 你物件，就是 take out 上面。真係唔知啦，咱除非咱是去甲一人 editor， 還是所中間講嚟講，可能佢係講真實嘅情形啊。阿龍唔知。我在 trailer 有看到啊，會拍。trailer 看到，特別戲台看唔到，有幾個線冇去。對。好是咩？係咪先？伊講做 B D 嘅小妹，佢講話是上過 star 啊，佢哋先冇嘅喎。做頂到啲老頂嘅，當到啲你露天嘅。呢度老嘢，包括女人嘅厝。在咯，應該是樣厝我都未有。伊到啲咧老嘅 B B 處事咧就未俾 zone one 嗰度就俾 B 個 zone one 啊。所以我不係咪看 full version 嘅 ？Sorry 啊。招係咪？而內邊嘅歌唔是查某唱嘅，是一個大波嚟叫做 Bernard 歌。哦，你捌伊嘅哦？我唔捌你捌當我看 credit 你個仔是大波嘅名嚟。我唔是查某係，其實 demo 係查某係。哦，這個我知嘅，我這個是我知嘅就。特別film，伊 credit 出嚟是 film version 是寫一個大波嘅名。呢個是寫歌啊，人唔是咩？唔是演唱是叫做 Bernard 歌。哦，未必是大波嚟。邊咧學緊話班嘅歌，我有啲 imagine 加落去唱出來，咪效果咯。有邊咧本身都冇聽過嘅。暫時都冇聽過。暫時嚇。
人感謝你嘅 demo 是真係好料人食啦，講笑啦，我嘅 demo 真係好料人食爆苦嘅人。只包得苦嚟嘅，啊，只爆得苦嘅咯，一個唱歌一聲轉噶，咁咯，佢哋 demo 真係好料，你冇聽過嘅了。或者咱希望或者有機會聽到。啊，有嘅，咱而家是 copyright 物件，咱未時常寫。對。出發浪都有人講無看。啊，做法有人講，伊唔是講無看，伊講伊唔是我做第八無邏輯。對，我好話啦，我未講噶嘛，我 feel 到 OK 啦，這係只特徵啦，以前有淡薄 story 本有 trigger 掉，像每一個人 family 上，我 family 本有淡薄故事上加hạn啦。你講像幾出戲好，我嘅感覺是伊啥？伊無高潮低潮都未俾，像幾出戲是白白slow 咁嚟 feel 咯。安尼看了。我 actually 我是講我 actually appreciate 伊個 flatness because 伊無，你知咩是無像我對我嚟講啦嚇，伊無像嘅位就是伊唔是用 music 嚟做伊個beat 本咯，伊無伊只係真正掂嘅，你話曬伊係真正掂哦。伊個你看，你若是 reflect 3年啊，你若是個在所中心淡薄啦。伊個成日點無講話嘅款嘅時候，伊真正名就伊個係特別 in 南邊，伊個 emotional 嘅part咧，是一啲管調特別伊無用 music 嚟砰砰砰做好你安尼啊，所以你嘅感情係唔是？and I think 所中心我個人講佢 interview 時，講伊咪用伊哦，對白咪好了做 music。做好你可能意思講，即係伊你我特別你 feel 到你感覺到是對啦，伊你無話啥成日白你戲，可能做哇做好你真大，咁啊我成日同險，安尼是就是伊個我真係熟㗎，嚇你真熟㗎咩？我真係熟㗎，伊個 music 啊，伊出現有 music 出現嘅時啊，陣間伊有 few keys on 呢樣嘅，變到幾誒嘅，反正特別先調節，調節。你話曬伊高潮，伊到底第伊個 climax 到一格咧？好話啦，對我嚟講啦，伊高潮是講喺啲阿妹啊，起小比較多站嘢吧，我 feel 到邊啊。誒，佢出現真係成睇書咯。我比這樣，我看這是攞到了，我看這個是攞到了，所以 just 冇個看出來啊！我所看 premiere，但我冇個真係冇去看嘅嘛，所以 feel 到樣伊告訴我，佢這一個大嘅故事是Sunny咯，但 actually 嗬，Sunny 唔是主角嘅，伊主角是真係一個小小嘅配角在合喺裏邊，所以看伊 sacrifices 上，伊是講到佢了人 sacrifices，就冇講到家己 sacrifice。所以整個故事裏邊，伊變咗是第自私嘅一個角色嘛。我嗰陣頭先看嘅時候，睇這個故事，所以未 absorb 㗎了嗬。所以我看第二集嘅時候，一定係真係 enjoy 咯。頭先看嘅時 ，because 所以話我真係 distracted by the sorry 啦嚇，整個即頭先伊個福建話是走空啊，要走空走嘅梗係呢，所以 got distracted 啦，but I mean at the same time I can get past the Hokkien then the get 係真係 enjoy 伊個故事咯，伊真係其實你個故事，加了兩個係 is life 嘛。本來嘅 life during 70s 係安尼嘛，加了兩 struggle， 嗬。我本你無感覺講伊戲裏邊咧係你 small characters 啊，做 producer 叫 stay 好嘅咩？是咯，我冇感覺伊隻出咗哇爆咗嚟嘅咯。伊福建話是我看到。100%啊。特別不以你哋頂嚟講，係咪先至冇紅包嘅？而家咪咁好咯。佢想變到貴出去嚟邊啲超人啊！冇紅包。話唔是伊講嘅 ，OK。你講嘅，特別未必我會講協了啦，協。即係 producer 講協了啦，咪好咯，我嘅可啊。誒，你協了啦，要可以嘅有嘅。咱當今日是在做咩事？啊，你 Frederick Lee 講一轉啦咯，做下一轉八嘅事，你面對面啊，面對面啊。我for me 啊，就係高潮嗬，for me 就高潮。誒，幾慘你邊度？譬如咁先啊。
一見點樣頭先？嚇，一個周康對講話。係咯，我嗰時假意嘅叫咗，嗰時我假意嘅啫，所以我看到伊啊，伊搞個玩笑，我佢未明咯。我未係，because 你是未記？我未記，而家 because camera 攝掉嗰度，我是近誒輪了做了我係八了行走嗰度，我未做半行嗰度，我冇可能解，係人哋講吉。當時冇法度啦，你冇可能，你未出嚟，你都要隔見拿到，就擼咁搞，以後叫我冇嘛擼。誒，咱看你學緊外八，咱另外 specially 講啦，咱會 discuss 學緊外八。咁啊，後邊你講咩高潮？你會講係咪？Maybe 我 feel that the mother 咯，the mother 個妹是一講嘅話咯，伊是我嘅囝，我冇，但是我冇使用伊，就使用伊咯。我 feel that 一句話應該是伊 mother 唔捌解講，伊家己嘅 conclusion 嚟啦。So 伊是無通聽到一句話，特別伊是家己 come back to that。come to terms 對喎。我就係屬於一八啊，伊講嗯，是咯。無相嘅感情嗬。同你就出名話嘛，講英語就有幾歲會講沙豆去嘛。8感動啊！就是咯。我個真係屬於一個樣去海邊，樣去去海邊邊呢 ，and it's quite common for 咱邊靚嘅人嘛，咱大多都是屬於family picnic by the 海邊picnic ，70s 80s 是真係 common 嘅屬於嘛。所以現在講緊就少看到啦，but 即係。And then 你看到伊 brother 你是個 OK 個無看病個，他你是真係啫，他你是伊要表達伊理想嘅，我希望我嘅家庭是會安尼款嘅，一定是唔是你說啊阿龍？因為我可能咯，特別 OK 了。我個另外一物要講就是戲嗬，唔是100%對調伊嘅 script。Actually 戲話你幫助其實是你愛安怎想，你安怎，你特別用你家己嘅生活嘅經驗。喺你 last scene 我本書教成日講 ，maybe 我 family 病，你看特別我真希望我理想嘅家庭是安尼款嘅啊，白白去佚佗，成 set 啦，喺你先有淡薄成。好多極先啊！有嗱我做嘅安尼款唔得落好。我是感覺到有當時是人會即個故事嗬，伊個大條數，敢若是有幾若你只大喊着路嘅物件。都了考物件，咱講到這個故事，特別有當時咱想到啲咱嘅生活嗬，有考冇有甜嘅點先，然後有甘有甜嘅點先，有甘有考嘅點先，所以你看起來是有當時迄個就是有可能是成個一想到。想到到對去 balance 淡薄有好一點成本，唔是講正有啦，啲規律嘅頂是8%加了是無好嘅經驗啦，有可能我唔知啦，我自己我感覺先。我個幾若咧新嘅馬路街之來參觀，到嘅阿 John 我 actually 我是屬家伊家嘅馬車步嘅嘅線咯，actually 我看到伊那伊嘅馬家嘅3年 actually 黑掉點黑嘅點先吼 ，actually 嘅線是真係sweet。嘅先係真係 sweet， 嗰真係我是真係屬家嘅線，但所以就是嘅 poster 啦。actually 伊家嘅馬黑掉嘅線嘅 poster 真係是I mean sweet， and I feel 到嘅線係特別 beautiful 嘅咯。這是and then second thing 就是last part 講3年家嘅馬 actually 講嘅話點先啦 ，actually 嘅話啦 actually 是真係到底幫嘢有嘢咩？啲博煙嘅，actually 嘅話啦，交保到個 still effect 話講真嘅，因為我聽落嘅話點聲嗬，我個 still 係好講真嘅。我個 still 保，actually 我保拿就話要講真嘅。我識一個，我識一個。OK，即出戲，我唔知，我頭一道看嘅時，我看我未好就，看嗰個背嘅時，我係靠一啖半嘅喎，but after that 我看車短嘅時哦。The scene start to like come to me. I tell you, 我好嘅未了。我本時看了無好啦，特別啥回味時啊，啲上到啲時心誒啥心裏邊啲好啦，無好出嚟啦，心碎真係
特別你看伊 itself 啊，無看到人好諗成個台灣戲呢，好諗呢，好自己好咧，都actually is quite okay，阮講特別唔看，唔敢看咧好諗戲嘛，嗰隻戲伊 actually 好諗啦。actually is 用即係 actually 是 family 嘅戲，唔是講直直學你好嘅戲，所以伊會說你學你家己。上把你嘅把成日上把你嘅 present 嘅life， and then 學你家己會有嘅 feeling to cry actually， 伊感覺就和我相反啦。對。伊是 actually 伊是 play， 咱無拉實講係我感覺到頭一出邊咧學見嘅戲啦。我 expectation 我老實講，我 expectation 我聽到邊咧學見嘅戲，我尤其是馬來西亞戲，我無想到伊嘅。topic 嘅 subject matter 伊嘅話題，加伊即出戲嘅安尼 complex 嘅，我無想到，我成個是想真簡單真普通，然後告訴看爽爽啊，哈哈哈，攰啊！冇就是笑笑呢番料。哈，就是我 maybe 有可能是我家己prejudice 啦，嗬，我是想到個馬來西亞戲，一個用福建話嚟做，開始開始是笑戲嘅，然後講哈哈攰啊傻了誒。我冇想到講安尼 complex 伊個 topic 安尼重嘅，安尼深嘅啫。特別馬來西亞戲啊，加了嘛是重嘅 topic 嚟。冇啦，特別咱人你話未記，咱人嘅重嘅 topic 本好當時用笑戲嚟包裝嘅啫。當時落嚟有隻就邊度出現嘅咧，就是笑戲。伊那趣味 topic 伊嘛是重嘅 topic 嚟。特別要用趣味嘛對，要用趣味嚟做好伊 balance。這出戲冇趣味嘅咋，這出是 reality slap in your face 嘅咋。我感覺講馬來西亞戲啊，成日樣特別做 feel good movie 啊，咁 box office。escapism 嘅movie 好 escape 啦。特別笑笑啲嘅 appeal to 個 public 啦。對，แล้ว特別咱冇 expect 到這出戲呢，最兩數講嗬。你家姐講熟解 ，actually 我感覺是 non-Chinese 嚇 non-Chinese 對。因為樣上個人樣冇咪掛掉我都講到嘛，如果人上個人邊啲人去看，人可能小關心小去，你學緊話，樣學緊話咧，都別去 appreciate 依佢哋戲嘅structure 戲嘅。咱使當今，咱使講 about 伊學緊話咯。我講下，我真係我個朋友隔了死橋去啦，隔了講就都要去看第二刀。哈哈，我看三刀。我是打包嚟，就打包嚟啊！講。我去看嘅時啊，我去看迄代嘅時，我頭前嘅啊，啲度電話個，少年唔同嘅啦。你冇學你，有你 A 幕 Snapchat 個啊。誒，我冇關掉誒，我冇報應嘅嗰隻。誒，你特媽韓梅話咩？你安怎看我嘛愛？我是冇想，我是伊 executive producer 叫我伊 special link 嘅類，你別使。我介好笑呢，我 care 我不 promote friend 看嘛，care 人人咁冇俾學緊話。有一間嘅好笑呢，伊講伊翁嚇，伊翁講唔係我咪去看我俾學緊話，咧伊請伊翁啊，你過年戲都嘛是看噶啦，請伊都對。我就是冇人逼你咯。作為人個叫都答個。我冇人俾我，你冇叫到，就是啷會叫我見答最最特別。啷個係看日本啊，而韓國係看得爽爽。我就是講話，我就是有個韓國話人，我都冇被逼啊嘛。係啦。請伊咯，就是係。我話你只頭先啊。係咪嘅？我啲都定係咪我啲都？我啲都係咪？但係我啲都接嚟啊，特別唔知咁嚟位。我聽我。係我啲都嚟，我俾聽看，你講你嘅reaction。Okay, regarding 這些戲呢，I think 這些人佢哋講啦，you know，你我係講嘅全部這些人佢哋講嘢啦。嚇，maybe the thing that 講，我就 surprise 我講that 有幾難行嘅。係咪嘅 surprise？係咪啊？you know 幾難 scene that 我看到啦，immediately เขาว่าตุ้ยขี้ว่าชาวหุ่นเพราะอยู่ในซีนแหวนต่อทะเลอาหุนในบางเกงขี้เลยอ่ะ
咧伊迄邊有一本冊啊，到一到底嘛，冊咯，我一頭一本嘅迄冊啦，嚇是我頂到小學嘅 tuition 係是用嘅咯。好，所以我前10幾年你無看到迄一本冊。啊，所以我看到就係 surprise，哎，我過去到處就轉冊，嗰個一個就是嚇when 媽拜眼光嘅時啊，然後伊嘛叫你細漢嘅3年。嚟拜嘛，所以就時候你講領導人話馬拜眼光嘅事，你也類似嘅咧，對嚇，所以就咧就是夾可能 memory 咯，時候講領導嘅之類嘅，你攞領導物件 happen to 人嘅，但人會 relate to 出去。伊 detail 啦，佢聽到哈利路亞路球，係咪哈利路亞？伊迄個新位，翕戲嘅時，葉子講嘅。你睇做咩？做咩佢有哈利路亞嘅？我冇笑。你只濟人哦，佢出嚟拜眼光啊，你because 有發成事咧，可以讓成日接受到講教義。好啦，你就參咩人啦？你出嚟做工，你參到人，迄個人變咗是你參。韓教嘅朋友啦，韓教嘅朋友學你感覺就較歡喜啊！我哋你禮拜去教堂咯，去都冇嘢咯，去關事嘢咯。特別，that's why 咱講讓只濟犧牲只濟嘛，犧牲只濟了是你安怎去面對你嘅無相嘅坎坷行嘅路咧？有啲人就是用教咯。有人是效率咯嚇，所以你有啥為何你成日去偷窺啊？成番有人用狗人用白粉咯，有人食咯，有人食叉骨條，有人離開。特別有一個先啊，maybe 這是個 bad 嘅 review。嚇，不要緊，你使講話好唔好？你使講。有一個先是我看，我有條情景是講。伊做伊翕3年囡仔時到學堂嘛，成日伊個 friend 嚟，成日講伊咪成日傳銷伊時啊咧，伊要走出去時啦，你是拜嘅學堂嘛，伊後尾是一拜厝嘅，拜厝我看到字啦，我哋會講新嘅會講就是，我覺得這唔對啊，這應該70年代後尾我會講冇條情嘅，安辦啊 ？OK， 70年代咪是冇咁打個。一部就講得嘛，冇啦，一到先你講得，特別一個會電推咧，誒是1916年嘅，你只看16年，特別只看係啦，你是現代，特別一starting by 過掉落呢？我過掉落嚟啊！係咪？係咪呀？啊，好嘢處置到得啦。過掉落，我唔知，係你叫咩啊？南華二記過嚟啊！係 Montreal Street 啊 ，Montreal Street 下條，我先上未記啊，冇咩 Montreal Street，冇啊，本話 flat 咩？得啦，哦 flat，過掉落，過掉落啊！我開始㗎，係確講3年行入來嘅時啊，3年行入來嘅時確係新嘅事啊。你算過掉落咩？我就嗰時真正背，你就過掉落 post office 都對啊。過掉落 flat 啲 post office，佢掉落地行個背看就係。唔使。啊！你有眼光鏡嘅，會記啊，會嘅。有一件歌咧，有一件歌咧記名嘅。我有一件小澳本，我有一件小澳本嘅。哦，即係有隻眼光鏡嘛，係嘛？有一件眼光鏡，有一件小澳，迄小澳真係出名嘅。咱係講緊上去你嚇，人講唔係講你講出嚟，唔係講 black， 係講你個人講出嚟咯，唔係講 black 出嚟。我當然咱嚟講咯，咱嚟講福建話，我有攞嚟 observation，關於福建話，我係亂講成，人聽人講嘅福建話，因為伊做伊個 actor 是佢哋唔是。故事講到情景好玩啦，我 feel 到即係會使導戲大講嘅是你阿伯啊，28年朝對嘅是講你執正經啦，講你咪是執正經係包，係執正經，係咪？你後時候咧佢講啦，
那不是好笑講咩？你咪及笑啦！我你就 feel 到，誒，我哋會使出街嘅。今時變你學人哋放假數。對，直接唔好聊啦，because that is 啦，唔能嘅話嘛，我咧話個是唔是啊嘛？冇 surprise 嘛，啦，我懂嘅。呢個變是近日變呢個人叫報曉。我變上我哋講多啲。哦，伊講報曉啊，嗱，咪講你見啦。所以最主要係特別 SX 嘛。Yes, another one 嘅報曉 is the actually 冇講到，有啲人冇講到嗰啲 school bully 咯，要即出去入邊要講嘅 school bully gender identity 咯。因為伊個 friend 個了啊老啊。只有個你就是看啊看，你看伊 school bully 是 from 細漢啊，伊有安尼 behavior 吼，伊大漢伊是安尼 behavior 嘛。相關嘅吼。十八歲時我講有看到卡吹嘛？攞卡吹要拍嘅，冇拍嘅嚇。冇拍嘅，哦，我看冇拍嘅，哈哈，John Dan 我看到你卡吹，冇拍嘅卡吹。我就小阿 boy 之類嘅。我一行啊，嘢咧，如何喎？我好好，特別啦，我聽就講個真係咁講未掉啦。我好好，但係好似兩冇掉嗬，收音喎。佢 already 是 give up 咧，because 要未掉。啊，佢是 give up 咧，因為你落嚟，伊電視台podcast 是冇講到嘛？對，podcast 要講啲字樂句話是伊跪出去裏邊做到最好嘅。第一邊學到，因為南部是講好是落嚟嘅嘛，但係咱是講幾嘢咋？咱是講好，哇好好，咱是關幾嘢咯。所以南部人我未到這個音嘅。大媽大粒頭實是出聲，大粒頭都大媽講卡吹拍嘅，喂，哦，卡吹，冇識。哦，你在成個人 blur 伊 out 嘅事啊，咱拍成冇 Z 嘅 effect 啊，你成日講你會看到 sensor 啊 ，censorship，แล้วOK，所以當今會唔會？誒，當今喺Skype 嗰邊個另外一個人個喎，你名咩啊？Skype 嗰邊，嚇，Lu，Hello，嚇，你誒，我是7號，我是7號嚟，哦，啊對，我未知你名，就係 Skype 7號看啊，7號咪是7號，我叫什麼叫動畫嘅？哦，誒，見咩我看過一刀咗，哦，你覺得佢看過一刀 ，OK，แล้วรู้มีfresh 真似嘅 reaction 咯。actually overall 我是感覺伊係真好咯 ，is just maybe 有可能 technical 物件，安怎講啊？我係看到伊有做淡薄 reference from other films 啦。啊，咩物件嚟講啊？成個係你安怎講啊？係你就 illusion 咯 ，because 伊接來時，有人講上講是。伊人 reflection of 伊正嘅故事嘅 character 嘛，特別 in the middle before the end， 伊假如是 an entire thing is the process of 伊 filming 嚟，所以伊假如伊類 psychology from there， 我看過一個 film 咁樣做咯，所以另外一個是講尾伊甲伊嘅 mother character 講話時候，係你是安怎講啊 ？the ending scene 嗬。係你我不會另外一個 film 會看到，特別我今日用伊 reference 就好啦。因為是 actually 只 method，filming 嘅 method，只 method 冇是用過啊。特別你看你 apply 後，你幫佢用時有效無效咯，啱冇啱唔是？對，特別我 feel 到伊嘅 application 就好咯，伊嘅 surprise 講伊嘅咧伊阿 boy 甲伊罵阿姐先，到底罵定？我感覺 director 是真係 detail oriented 嘅人。啊，好是。你就係detail 到底到啦，我感覺 detail 就是伊嘅。其實當晚你講拜陽光時，看伊手只錯見嚟手係一種物件咯。伊有可能是用一個基本性嘅經驗嚟幫這個遊戲入面。阿舅你講，你覺得到為 detail oriented 咧？你只 opening。先係你戲大棒嘅戲啊，就是你即推出戲嘅點嚟啦。伊按照我聽到聲後背，就人哦，你使 mute 你 Skype 嘅聲 ，because 我聽到人嗰邊講攞刀，報告攞刀，咁是啊，แล้ว
哇，迄個 opening 啊，你去看伊大華啲做了嘅戲啊，就是即幾出戲嘅主題啊。哦，就是波斯看到啥物？波斯啊，所以波斯。龍仔哦，我就知啦。我講龍仔講，伊迄個大華一行出來啊，伊啲戲台行出來嘛。迄個一行出來嘅迄個所在，迄個 space 啦，迄個戲台啦，迄個戲台就是 EPP 嘅所在咧。我知咧，伊 publicity 嘅效應嘅是有 show 到。就是迄個 EPP 所在，就是迄間假厝，就是啲戲台內邊。哦，是啊，你只一老厝都是啲戲台內邊啊。唔是老厝，伊講假老厝，假老厝，係兩開起來，係兩迄個。係咧，係叫做戲甲學嘅話本地搞嘅 producer 行出來嘅，係一個八咧，嗬，就是啲戲台裏邊。就是啲迄個戲台裏邊咧，伊規個厝啲戲台裏邊打起來嘅。你看到未？伊頭一個先出來戲台啦，後面出來嘅嗬。我頭先有看到咪就，我看到伊有嘅你巴夫。八怪，落地八怪，我們講落地八怪，落地八，我頭先看到了，我 Oh my God，this is so good。就是我看到落地八怪，我個想食落地八怪，然後我想起個係，你諗去看戲台看戲嘅時，會賣物件，賣個針布袋啊，有賣咧沙咧豆啊，嗰啲物件，我想起，然後攞嚟記種嘅阿摩糖係，一鐵嘅電咧，裡面又係粉嘅，又成桂子嘅味素。我在 grape 園，我知。我笑到你紅響，你會流咩？嗰你白鏡，啊真係冇，我面水呢都我只流咧70幾歲啊，問亂。你 sorry 啊，嚟你老厝是真正到多位去嘅咧？真伊見那是。但我唔是而家講你啊，南華已經。OK， 我特別聽冇。特別一打出來迄一間厝啊，吼，真係像迄一間老厝嘅咯。有好量哦。一打出來一樣嘅迄個傾啊個料是，你去過迄一間老厝，因為我有去過老厝嘛。去老厝了，佢去到對迄個戲台裏邊時，你覺得都菜驚嘅，就應該真係像啦。你注意到幾出戲啊，賣啊，賣啊，跟大家。伊幾出戲冇笑嘅，冇笑到。伊跟那家伊嘅朋友，伊跟那家每一百嘅時，伊家伊 boyfriend 講電話是夠笑嘅。不嚇，對我講另外一個 topic 個特別，嗱本來伊家伊朋友，你看到伊成伊是假，無歡喜，甲三百伊家伊嘅伊親嘅朋友係個仔做一時嘛大笑啊，你看到伊成無相一面啊。人這人本身嚟可能是人做人，每嘅時我是感覺佢 when you hear someone say that I love you 啊，個 feel 到嘢。That will bring a smile on your face when. OK， 嗱嚟講，嗱，我會喺上人講是your boyfriend 呢 ？OK， 我時我冇是時候，咱 perception，OK， 我會 straight 嘅人看，咱會跌嘅人看，樣，咱就是 OK， 咱會後邊。人寫 girlfriend 咧。後邊加把人看。Because he the beginning scene when he was on the phone call at the top of the roof, that's right. 佢講why do you think that I'm ashamed of you? I think it's good. Why do you? So, 伊個 character 就是 out of the box 嘅，that means 唔是 normal 嘅 character 嚟。So, yeah。冇簡單咯，只叫搞咯，只叫看嘢。我看我刀咯，你看到爛沙刀就咁。伊講起一句話，迄個字一本掠掉咗，哇，這個冇簡單。這是that is the only clue 啦。So 做到了 ，OK， 所以你醒目啦。最是啦，實講伊是 girlfriend 呢，正日本囝，你懷疑？我發啲唔知，我想一個人講頭嘅講話咯。一講俾客仔講未必是 couple 啦，特別我冇。特別都冇想講是 couple 啊。Actually， 我不是想看，我不是就是 normal Actually 是yeah someone that he love but I don't know that 做咩有 feedback 呢？唔知，你未，所以伊是你後尾是有想對講是查甫是查某，你還是？
我冇笑到，因為我是想是 someone that he love, but I don't know that whether this is girl or guy. 但是 I think 就是一隻搞成個 untouch 一類 topic，有類是 totally 冇講到特別 ，because of ashamed of， 伊講你 ashamed of you 係佢自己佢自己啦，是一個另外一個 second element 就是伊嘅朋友咯，講到創地做報告是叫保養叫佢保養嘅阿仔，所以伊甲伊 because 你看到伊嘅 relationship 甲伊嚇。是一開 open 嘅，所以伊是只親嘅咯，邊邊伊朋友就親嘅咯。有人在啦，人 QQ 嘅人在嘛，人佢就是成個有幾那你，尤其是細漢嘅時，人學堂嘅人bully你嘅時候，你佢是較好嘅朋友，愛得是查某，啊無就是別嚟 QQ 嘅人，無查某就無查某型。我講起話你阿仔啦嚇，如果我哋小氣講定到我 primary school 嘅時啊，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呢，就是甲伊上甲你講咯，生食啊，แล้ว是佢就啲學人bul呢咧啊，แล้วแต่佢就對學人叫名咧，學人哇咯。So I tell you, I really 我真suka 啊，即係阿仔嘅 character 咯，意思like。Is it the strong one? The strong one? Bully 我本是按咗跳舞嗰陣，so cute. Hello. 我話，he's so confident，可以無學邊啊人影響到伊愛做嘅物件。Yeah. 無講你人 bully 我，I who cares them about you？ no continue 跳舞嚟。伊好是一部是伊是成功嘅喎，伊屬於水嘅人，係咯，伊成功，伊佢做生意開幾廿間 restaurant，對唔對？伊是想歡喜嘅一個人誒，是咯，所以你幫伊去插咧，所以往時即種嘢真係無相無相。特別有淡薄自卑，有淡薄自卑講伊家己無呢 handsome。淡薄自卑講伊家己無呢 handsome。特別 actually 嗬，伊你落嚟見啦，你仲要做阿仔，你自己見到本是真出名嘅咋。哦，是啊，係咯，我看到伊看。我做 audition 嘅 audition 是我做嘅嘛，但係我見到是我做嘅。係咯，讓伊接來啊。然後我叫佢跳舞的，我你有跳舞，你有跳舞，你跳就冇講啦。你買你一批時你別跳就，我講冇，你對條彎講，我佢 music 咯，係啦，我跳咯，我跳你講，你對條成個彎，嚟播啦，對佢跳，我俾佢你跳舞，係啦，叫佢你跳了，我借你我單路咯，你會跳就係你跳，所以用一跳咗，所以我你想我咁話講，呢就是係你人咧就，就是伊咧就。伊就是伊變咗是伊棒啊，伊無聽，伊是一種嗰種，伊隻囡仔款細漢，伊跳舞真正恰是無好看，特別伊無驚咯。伊真正 confident 咯，伊真正有信心咯，伊無是插人講面，特別咱只濟人係即出戲本事。高中歡迎 ，Hello， 你對住了啊？你快，我成個那個都啲 travel 過。我昨天對見到節昨天哇！我個愛困住佢。唔要叫我就答你等你講嘅。你覺得拍緊我？我呢個節目只有我嘅，我平時就做越南嘅柬埔寨。哦，你覺得幾靚哇！柬埔寨。你嗰種3本啊？爽哦！我本來我特別較學淡薄啊，你成個人3本問喎。佢那時只係大天咯，所以冇。個人抓啊，個人抓。抓看抓緊馬來西亞。你去到？去柬埔寨。南柬埔寨。越南嘅柬埔寨。Oh nice！แล้วโซซานี่是歪啦。Q 啊 Q 嘅啦，咁冇有意思講，真係 director 冇時間了。啊，你咪 director 咯，你咪 director 咯。我咪想講話，因為講 based on true story 嘛，所以假設先我本聯想要講 director。使啦，你所謂演 director 啦，喜歡得正。But the thing is for 我就是 even though it's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but some of the story can be fake, right?是啦，我唔再講佢把飛，佢把是。之後你見 Director handsome man。Director。我加入來 media student 加入來。來。有一個 theory 講 the author is dead，你袂使舉
迄个写的物件人的 intention 来 interpret 迄个哦，迄本册，你爱 interpret， 你就安怎 interpret？ 解哦？唔知，袂使用迄个写的物件，哦，迄个 director 的心意去看迄出戏。Tapi the only thing is a bit challenge 就是伊是 semi autobiographical 嘛。So 特別我人 interview 嘅時，是甲我講，是甲別人講我袂記啊。interview 嘅時，伊講因為伊對假 number， 因為有當時是伊兄弟有幾個七個啊，是所以伊袂寫甲了嘅 character。六個啊。แล้ว我嚟過三嚟知啊 Hello， 我嚟過三嚟知，攞嚟冇嗰時三嚟過攞嚟知，三嚟過攞嚟知就哦，聽嘅。你話我厝人捌樣嘅？我會使講條物件未？你人啲拍過即個係見線內戲啊，你人有講嘢故事無啊？有 spoiler 嘛？呢個 spoiler？你介紹我未使聽啦，我都冇看到。你 OK？但是我先呢，但呢就是 spoiler alert 了 ，spoiler alert， 但呢先。所以問你聽，但是你幫你望聽這 episode， 但是你要看。有呀，特別我唔知你幾時有機會看。啦，就是啦，我到這邊啦，就看到啦，隔了邊咧。Actually，我人講有你 ，actually 我嘛有被看過。啊，後雕咧有看過無？我早就看，而家早就看，後雕到做。後雕到底一期啦面。呀，我見解我路人啦。好屌！你睇無今日蜘蛛戲是啲變冷戲嘅，你家己無在變冷，你見我喎。你嚟戲近無咧，就同你背啲變冷話啦。我成個你背對馬來西亞看。organize ตัวมันให้เจ้า嚟เจ้า嚟。你背自己就搞咗，你背對嘢行看了，因為我背嘅有本有戲大本嘅，行看了行佢就去背記。花字啊，你應啊，即係世界上嚟講嘅，你有心嘅話咧，就做到咧。我心嘛冇鐳嘛冇用咯。你冇鐳，應該叫盲撈啦，盲及小啦。後雕我是阿蕉，阿蕉，我俾梅後雕伊個戲白版嘅歌數係咪無相？假想我冇。伊安作行咧戲白。哦，戲白是樓卡是2016年，樓頂是1976年。伊內線一個 parallel scene 啊，講時行。戲大版咧，嗬是啲酷公司外口嘅空地位。打一個戲餅出來講嘅，迄個戲餅咧是有兩層樓嘅，所以今日人坐啲頭前看戲，點時候咧，伊看到嘅頭前咧係一間厝來嘅，迄一間厝咧是無頭前門嘅，所以伊規間厝咧頭前迄一百咧是拆掉啦，你就是 imagine 是一間厝來，拆掉了，樓頂是2016年，樓卡是1976年嚟。所以樓卡是舊早啦，然後樓頂對，伊就是你會看到樓頂有人啲行起行落。啲做物件嘅就唔是做物件，是講伊嘅阿훈2016年啲新城市啲樓頂位，伊冇開門接嚟嘅，準備煮菜點先啊？樓卡伊嘛啲行過辦公嘅，所以伊嘅先是想嘅啦，多出來嘅啦，對，啲出來嘅，伊冇去外口。最講話加開會加開會，伊嘅外口咧嗬，就是 audience 座位頭前迄個 landing 嘅所在。伊就是行出嚟外口咧，你就再講伊是啲外口啦。所以伊啲講電話當時咧，伊是行出嚟啲嗌頭前為講電話，所以你就講伊是啲厝外口講電話咧。係啦，伊個佢哋行到對住起嚟嘅當時，一起樓頂就是入去2016年啦。係咯，啲樓卡咧嗬，呢啲2016年去加伊資咪就背當時咧，樓卡冇啲就得背嘅。In a way 啊，我 feel 到，我感覺到，但是你 appreciate 你會暑假看戲病戲嘅人啊，伊真正 effective 啊，感覺到。Because 伊個了就伊先個就是 one take 嘅嘛，所以我感覺到伊嘅。但係講起嚇，當然講起，特別啲大班咧，好似無長嘅，因為冇見奶。
啊，對對對。無記得近一個囡仔就是3年爾。知啊，無啊知啊。無當學啊，無，近了無。知。無囡仔，近了囡仔是無，近一個3年囡仔有爾。細漢嘅3年有爾。係啦，樓頂本是無啊仔本嘅。了本有無情況，阿妹行落嚟本。有，迄個有嘅。阿龍，即啊第二誒 version 啊，那個有通看到無？無。跟那即啊 movie 人啊無 theater 啊，啦。啊 ，theater 係咩咯？theater 就是安尼看咧 ，the beauty of theater 是。不，我意思是說，咱 theater 個通有嘅 chance to go and see it 無？無，暫時無。你對看，你對看咧，你對看咧，因為 theater 嘅 version 本是上山而做嘅。啊，本是。伊嘛本是上人嘅個，伊嘛是新加坡嚟，伊嘛本是上人嘅。Okay. Like Emily Hill, like Emily of Emerald Hill 啊 ，is it？ 都看咯，看到咪國家請人去做咯 ，maybe 新加坡 ，maybe Amsterdam， 哦，唔該，有睇到做咯。有 YouTube 嘅，有 YouTube 嘅。哦，釣到時講嘅釣到都冇大概到啲咧。啊，冇嗰啲。釣到裏邊咧，我覺得有幾多嚟八咧，釣到裏邊咧，一條四個老嘅四個四白話。講伊咪是喂大哥嘅後生咯，佢就叫查某啦是阿훈嚟，了，了，是阿훈嚟，所以做阿훈嘅迄個叫嘅咧，就是迄一個查某嚟，了做伊嘅大哥，少年嘅大哥咧就是媽媽嘅小妹伊嚟嘅。有幾個人是上一個人，特別啲兩個 version 裏邊，全部上叫。一個係咧小靜嚇，小靜咪是伊嘅大哥咯，伊小哥嚟。特別啲電會夜班咧是賣小妹。水啊伊，哎呦，小靜。啲班戲大班咧，你 producer 有多嚟咗？有啲裏邊咧，特別唔是話嚟賣小啦。哦，但係你 producer 班嘛冇硬網咯，叫。你 producer 梗係印象深刻嘅。伊講，伊要甲伊份去學水，伊講嘅，特別係你硬網冇出現嘅。哦，你看，你就再講咯，伊去嚟，伊講到上次講對阿媽對去 Australia， 伊講一句話，所以你就再講，伊是阿媽有一個 Australia 嘅人，特別伊冇出現嘅，冇一個人嘅。去嚟邊冇爸爸，去大阪冇，sorry， 去病卡是冇爸爸。which part 講到羅伯行嘅，喺你是做嘅啦，實嚟，喺你幫，冇是正嘅，唔是正嘅幫啦，是要一個先 start， 要喺你所即是正是去幫嘅翕嘅，啊，正去幫翕啦，一頭一個先是翕一個查某，一定是演馬的啊，是唔是正馬的了？到尾是阿 boy 啦 ，I think is 小但 OK，so 喺你先咧，好，那是你唔知講係什麼 autobiographical 咧，你就我看到是哦，伊個名個寫蘇中係咪啊？伊個歌嘅名嚇，他事實上，你我看到是好像想 remind 你啊，所以講伊個即個蘇中軒嘅名咧像啊，伊個，人叫啥名嘛？蘇中本係。讓我在做咩事接觸起愛講嘅時候做。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嘛？你講到你係去 Stand Rambutan 嘅事，是唔是？阿妹條你係事講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嘛？你咪是 May the force 嘛？出嚟事，是唔是阿蕉？對咯，特別真係結成啦。好啦，結成。哎呦，結成呀！伊講我唔是笑嘅，大郎伊叫大郎，哎呦。你睇我注意到嘛？就是伊 actually 是伊可能是拍車，本地你去英國嘅嘛嗬。你唔使是刺激掉，刺激。伊又無通去啊，激死咪。特別我講聽我最近我無錄到啲，咱是去吹掉到啲，我咱 Facebook 邊咧學見嘅 Facebook 嘅 page 為我幫到啲迄個係咪 FM 咩？係 BFM Uma Bagan， 是唔是嗰啲 Uma Bagan 係咩名？伊講定當把 interview 嘅話，本嚟伊 interview 蘇中軒嘅，即係 interview 咧是該 revealing，然後特別應該去聽。然後伊有講較過，伊甲伊媽蘇中軒甲伊媽去伊看伊個 admitted 入去小人經。
然後就關掉小人經嘅時，伊去嘅時，伊講伊個個講，媽媽我冇笑誒，我唔是笑誒。伊個講就是係你，伊識用少少，伊聽過，所當先聽過伊即個話後，伊放到呢隻佢 script 嘅，成個都伊被掠走嘅時，我唔是笑誒，我唔是笑誒。講掠去你未得 force be with you 係最先嘅事，就是伊到啲戲台，不到啲老觀眾甲伊罵啊，真實啦，甲伊罵去老觀眾看伊個嘅時候，伊甲伊罵講媽媽我唔是笑誒，然後一句話哈。伊個到啲 interview 嘅時，伊講㗎，你有乜講嘅時，伊個基本捉 up 咗就你所當先，就是講伊 leave 咗大 impact 啊。就是講話有陣時笑人唔是100%笑，伊有陣時 in between，伊個是有陣時會笑，有陣時 actually 伊個有 consciousness 咁會。actually 唔係係一百伊 actually 伊是啊，冇即個 character 在真係真嘅，伊這樣教嘅人嚟。一直這樣教嘅人，特別你會拄到咱生活裏邊拄到有個代志是，你就是幫袂落咗，你直直幫袂落，你直直演，係你個嘢袂掉咗，所以人講啊，伊起笑了啊，伊演個起笑了啊，伊個唔是笑起咗，伊個唔是講無精神嘅人咗，伊個會困，佢會請，佢會食飯，佢會幫曬，後尾不會做嘅了咗，伊 just。我談袂到我愛嘅物件，我當佢要安做好，我當佢要安做好，一直啲每個家己背好安做咧啊！伊說是想佢咯，所以唔是笑人嚟就。特別我唔知，我感覺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mental health 啦，所以定住人講笑啦，人講投降就是你看，因為 mental health 就是啦，當今成個定住所當去 interview 嘅時候，有乜講嘅時候，要講到無，伊唔知咯，伊唔知講到底伊個是咩 ，because 伊無去 diagnose 掉講伊係schizophrenic，係啥物伊無去列掉講到底伊是笑㗎，係啥物物件。So actually 我們把路個在掉講負責嘅人啊，成個樣係處那是 mental health 嘅人哦，成個伊嘛安尼愛個300個，甲伊去解決伊需要啊。所以如是都有因為伊唔是解決，伊是逃避，伊嗰陣嚟講，伊係驚侵犯伊嘛，伊是 attack 伊嘛。So but OK，嚟講侵犯伊，你變咗冇法嚟，第二就是佢掠去咯，對唔對？你就是講嗰是伊侵犯別人咯，對唔對？古早70年代，咱都無當嘅人教講話，以後去看老官啦。去想辦法啦，想參朋友啦，佢係咪 cell group 啦，想負責同我哋。人車，你本無類嗬，你個俾 chemotherapy。對，無古早本無本，對唔對？70年代，當今咱講那個後面啦，咱想辦法講持續以前是無咩好事啦，出來去去係咪老官處去看老官，學老官去安怎？無類本好咱不會想辦法咯。70年代我意思是講，可能有別嘅。嘅定門是有安尼款嘅 situation，that's why 樣係 relate。是有 because 伊迄白板做出來嘅嗬，包括有人講，所以伊即個故事真重要咯 ，because 真係 taboo 嘅故事嘅物件是無人嘢嚟講嘅，但係伊做出來嘅嗬，等人 start 嘢出來講，actually 我本有安尼故事，我本安尼 problem。那是 impact 啦，這就是伊。咪講出來嘅比例嘛。我厝本有，我第大姨本是安尼款诶，小小诶，了我媽樣本就係講，哎呀，賣生氣小人精神，小姨安尼款啦，就係 family problem 所以我本了解淡薄啦，應該。我被講到對佢人轉對嚟講福建話時，知道？如人我頭看是本上，我 distracted by 伊人嘅dialogue 啊，我會知啦，我 because 咱真 sensitive 人邊啲人咱就聽得咱就聽就是邊啲人就唔是邊啲人，即真正好嘅咧，做真正好嘅呢，個唔是邊啲人，就是伊嘅媽媽，係自然嘅。嚇，伊講，伊媽媽就無聊講，伊媽媽是袂曉講福建話啦。因為我是未曉講，未曉講就是較硬我咯。背起來，但係我講咯，未曉講嘅人較硬教咗，所以一直硬背嘅咗。你特登我去到翕片，就係一直有硬啊！你看到伊坐條啊，伊就是聽到我嘅聲咗。因為規個 script，特句話不是我講嘅咗，我有一句真一慢，
我特句話不有一個 audio file 咗，所以驚到起來有啲有百幾個 photo file 冇咩記到，就是特句話不是我念了 save 特句 save 我樣，所以用直接 click 嚟聽呢咗，所以我放掉 iPod 為咧，用驗咗 iPod 特人直接聽，我講嘅一句話直接練咗，所以媽媽是真一骨力嘅人嚟。你阿龍特晚我唔知到落嚟啦，可能就係講咩冇上會啊。人講讓這暑假繼續去，我很喜歡他的對白講。我還你嘅嘛，就恭喜你。而且你是講做咩是媽媽安尼誠意啊？你是誠意啊？誠意，做咩是媽媽貴安尼誠意安尼字幕是想要生氣嘅。冇我同你講，佢啲字幕唔就紙牌啊，老實講。伊有時陣嘅快了冇咩掉咗。你發覺都唔是話做錯。特別所以 anyway 人講到底嚟講，我是拉薩掉呀，伊成啊伊頭 distraction 可能就快啦，伊 distracted 我是差唔多 I think about after one third 接嘅時，我只 distracted 就是菜 and 好好啊，係一句就แล้ว我到底下邊嘅時候，我會成下呢時我 feel 個感覺到我特別就 effort 到成個 OK， 我 ignore it 咧嗬。特別係呢個，即係解釋嘅就，即係八啦。老實講啦，我看我教，係咯，一句一句，但是講浪仔伊中數伊會每一句話了嗬。你明白？伊嘅講中數會每一句話，了伊中數會按一款 answer 嗬，只是講係堂嘅就。我明白伊嘅 reason，就是伊就再講伊就 call，伊講感覺伊就 call 嘛，伊唔是 call，冇咩好事。伊講我所問上一個話，甲伊問伊媽媽係是本是有一個你好無？嚟10分嘅時本乜玫瑰？我伊想問梅姨嗎？因為伊 feel 到伊真係 depressed 咗，伊講佢冇相關咗，所以伊個感覺講後款是真係 depressed 咗。安尼一年了，我看到你大漢，看到你想要去新加坡做工，你說為咗這個家庭所無去，了你感覺到你真係艱苦咗，所以因為你好，了後款是。就請聽啦，就冇算兩梅話，我面嘅冇好，冇算兩梅話，我好好，我是講伊 because of 伊嘅 actor 上唔是本地邊咧學嘅，唔是 native 當啊，所以我就講得嘅準嘅，我講這四兩樣佢就打到對面了，嘅準嘅我就請聽咗，伊講話我頂幾禮拜，伊個食兩物件嘛，到底食物件嘛，食物件頂禮拜我播了，一播物件，然後感覺都會食主人去咯。伊幾年你做啊真係好，咱袂使講伊做啊無好。特別我 explain 啊，伊甲伊嘅迄個小麥條是 actually 伊學緊話就好甲伊就呢個麥條是，哇！唔你就看第二道是啊，你個看第二道是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 名嘛，對，我看第二道是 then the Hokkien is not so jarring already。So 我 actually 唔是第二道看，是我 about one the almost like 阿未到 halfway through 嘅時候，我樣嘅價值嗬，我已經成個 invested 咗就，所以我冇去想講伊人嘅 accent 上面，所以我就直頭上 GP 聽佢告訴咧，所以我成未記起啦，可能，所以你若是講除掉一個會曉做戲真正好嘅人，伊話講咧無100%啊，你會入戲咗，但是你戲做無夠，你戲做個80%啊，伊價值做個80%，伊話講嘅就係準嗬，你英文本未入你就，伊因為你係人啊，較要經過伊嘅話啦，特別做咩事人被保留人嘅福建話，就是若是講即種戲曲嗬，會做人把刀個較濟福建話，有福建話戲來講嗬。當時希望，若是你有甲你囝兒講福建話來講嗬，一把刀咪是會做用到對樣家己話做明星咯，慢慢去請新加坡嘅人啊上面。所以，對咯，所以我就是逼直接點咯，我表就是人梅話之類物件咯。做咩做咩隨便啲人做？嚇！如果做什麼隨便啲人做啊？我講
你去到都吹咧，就以後講學嘅話啦。你快見哪就好咯，你快見哪就好咯。講見哪就又見哪就拖回啊！我哋講。啊。誒冇寫片嚟唔喎？見哪？可能。見哪是拖回啊！你諗上講落，你諗上講落會曉做戲，你諗上講會曉做人哋啦，咁嘅事。會曉做戲本來，你未有講學嘅話，我冇未曉咗，所以話見哪阿甲我隨時80厘啦，阿甲冇100厘啦，80幾厘，哎90厘，我隨條你放啦。係咯，接嚟啊！你個係冷音咗，你個冷音咧啊！咁講我 ，OK， 你講話安哥聽，你叫咩名啊？啲到自己學堂讀冊，見你幾回，你是個只係咩物件？我同你講啦，10厘裏邊啊，8厘9厘啦，是被 answer 話嚟㗎。講未出，你未講未出咗，我講我 ，OK。你成個我講，你叫咩名先？actually 有真正就是連聽都未有聽，有一半more than 一半是未有聽嚟的。伊未 answer 我，但係我就 interview 佢嚟啦，我知道我起行咗，我叫自己落埋啦，我就唔寫啦。我夾爸母講嘛，有時兩個人時，兩仔講最中意是講學嘅話嘛，往半寫條，往報紙半大條，是會出嚟講學嘅話，12歲以下嘅呢 ，if 兩個 children 未有講學嘅話，你必須創造，咪兩個咁寫。叫我圖一點正咧，隔離我哋講嘢我變咗啊！呢是檳榔囡仔嚟啦，檳榔嘅囡仔嚟，檳榔嘅囡仔。安尼就唔好講啊！一半冇定一半是未曉講咗，未曉講咪講係啦。個爸母行過嚟教我講咪就，因為我同你講啦，當你隻爸母是俾人嘅驚做平性嘅啦，老實講。係咯係咯。因有幾嗱你過嚟講話，冇伊會曉嘅，你佢人伊啦聲伊啦伊會曉嘅。我講當劍咧嗬。伊唔是大明星嚟，我冇安尼一點啥去人伊，但是伊會曉講咧，伊就開除了。我老實講你講，你驚未曉講學嘅話 ，that's it full stop。因為你會曉講嘅話，你會教我按講話嘛 ？Because 你教我用華語 answer 話咗，我未做我，你驚唔是未曉講話咗，你驚唔是歹勢咗，你驚是未曉講學嘅話。但係我真係激氣就點咪咯？我個話而家做明星咯。嗰另外一個就是講，咱講到啲嚟話啦嚇，就是你都背，即係人成日笑我學緊我，OK nostalgia and this and that，OK。特別冇跟見他講，冇跟見他講。有，我講電話依度，誒咧啊！你嚟見到時講學嘅話，因為我白佚佗嘛，如果做咩揀佚佗 game 係咯。การแปล背迄個 script มาแล้วการแปลเรียน所以ยังแปลกับว่าสิ規定啦วัง出備啦วัง是講學嘅話所以真正話依嘅ยัง落嚟見啦講學嘅話是真有趣味啊我嚟講ยัง講學嘅話教好相信咪我講有一條我啲戲裏邊做嗰隻叫泡泡嘅就趣味嘅我真有熟解依嘅咋一泡泡咧就叫嘅咋，所以我直落咧，因為我唔是導演嘛，我比較勁人咯，我近嚟有我未講勁，exactly 都嗌啦，因為導演都嗌兩時，腦裏邊想到你再講後面看到我唔知嘛。對，你一個再講最是有會曉演戲嘅，會曉做戲，會曉扮戲。對，是咁樣本嚟有，我同導演講，誒，這條趣味咯，我感覺伊是生意咯，係咯，導演講，伊上好命啦。我冇搞。伊只看你見得講，你看伊面啊，伊趣味，伊搞做戲，伊叫，特別伊幾頭好命咧。你只看大概是好命人。好命人呵。啊，伊 carry 未掉這個叫，而家是好命人嘅。對。特別 actually 啦 ，in fact 啦，佢就做生意嘅，本是好命人嘅。但係伊 carry 會掉喎，伊本是好命，伊唔止好命咗，伊哥、伊爸嘅伊媽本來 support 呢個。一個山啊，山大起大路就真正好命嘅，見啦嚟就一百間嘛笑伊嘅就，一家頂是真係 happy 嘅，呀，一直講啊嘛，就 happy 嘅。特別有講跳，諗起教官啊，諗起教官啊，你講跳舞。特別 actually 學嘅話就好嘅啫，我唔知做咗 interview 係講跳舞咗，because 學嘅話是真正好嘅啫。你跳舞嗎？跳舞啊！我講伊落有會諗起教官，我睇伊嘅巴街嘛拍功夫，因巴街嘛開擺。哦。啊，佢一間 pub 嘅啲，我係Sunshine Square 後尾有一個所在叫一個意大利嘅名，我唔記叫咩叫 D 係咪鬼嘅？佢有一間吧 ，D 有一間吧。啊，我試過上未記嘅，有一個咩 D Angelina something 一個。
意大利嘅名嘅，啊，迄一個區裏面有一間巴是伊巴嘅馬開嘅。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ทำไมโอเค講 OK 所以咱講到啊嘛，講到迄個伊幾個講到福建話，講到即係我 OK 伊馬誒character 就 complex 啊，就 complicated 就字嚟啊，伊成個伊要家咧靠大條，自殺要自殺是，到底邊掉去，แล้ว伊內驚出來叫伊，แล้ว伊一頭。頭一靠大，真無數咧頭行落來，行落去看戲。我一個伊起哄伊小妹，伊起哄伊小妹，先嚟解伊阿三二識手，阿三二識手啊，係啊。我伊喺咧戲做我當然上基本唔就是伊要釣暗咩吼，看到伊行了，頭就靠大行來，你想看伊媽，伊腦伊心。上過行過誒即條路是就考啦，伊是成個伊叫伊上班伊袂打鼾咧，伊咁樣死啊！特別看到伊行，哎我袂使，我接落去，接掉想要 continue 伊行，哇！伊個名是。阿 John，做咩會 echo 嘅？有國中。嚟是盧啦。OK 喎。我唔知呀。OK，應該冇啦。OK，actually。馬嘅 character 啦 ，actually 是伊會為驚survive 落去嘅，所以伊無管話考本好啦。As a mother 啦，I think 入邊即係出咗入邊嘅是有三 of them mother right，so。你成日講我講嘅直接嚟咯，你按你考哦，你成日講死係個影樣啫，特別你死本未死啊啫。落課你是真呀，你俾死本未燒啫，死是第影啊嘛，死一個是冇數啊，特別你本未燒啫。But the thing 因為你為咗你驚你會講你話看考本咯，你本是會話掉落去嘛？我因為我即係我看到from我媽的係因為，有時一個啦，我發得已經把所謂 for quite some time 嘅啦，所以我媽的一個人 actually 對啊。take care of 啲人啊，所以我係看會到就是伊話看考本好，伊為咗啲人，伊 still survive 落去咯。So I understand， so I understand 就是，even though 伊愛死本好啦，but the thing is，伊看到伊會驚，伊會驚個有得，所以伊就講，伊那邊時就講，我話看考本好，我不 stress survive 落去 for why children sick 咯。我有攞你。我係 understanding 啊。我喺一班阿 boy 有 pick up 啦。阿 boy 咩？阿 boy 唔係少講咯。是。你講咩 topic？ 阿你住城市嘅。媽媽未使死。阿 boy 星星。你個阿 boy 是點樣搞？點樣搞？我係你先到啲樓頂一看嚟。伊到樓頂嘅口已經掉伊鐵機了呀，喺上面看到伊個手，但是 at least 即個是手中顯at least 伊個 perception 啊，伊在伊成日 feel 到講伊人有啲是伊無去為伊個高想，你知道？伊個了是為家己想啊，伊無去為到伊高想，對伊死啊是個想。我 no， 伊個歌有啲嘅是應該是真正 promote or pro to send him away to institution 咯。了個有 feel 到啦。了個一個人我看到到底用你 website 放嘅就是講伊學堂下，講一個超怪，我唔知是特別是超怪嘅明星嘅歌星嘅上面。伊講伊學堂下，上到學堂下最感動。講伊可以顧學堂 A 啊，一人真係學堂 A 是成個，一隻 nostalgia 嘅啦，上到咧學堂 A 啊，要叮當咧學堂 A，跟他看學堂 A，但當然做出去叫做學堂 A， 你咧學堂 A 真係個數嘅，你話啥掉？白冊啊，真係白冊。用白冊，我叮當試過半段寫學堂 A，係隻 washing machine 嚟寫，我係攰手錄出來。我咪講，哎呦，你攰我得，哎呀，你陪我買其他投資走。
有一個scene我看咧 ，actually 我頭頭看時候無明明白 ，but after that 我無個想我 maybe 伊有一個 symbolic 嘅，一個是阿芬就家己叫人食飯，伊家三年小妹，轉來是伊家己叫人食飯。日本啊，伊去開門，互你喵入來嚇，所以我做乜事無端端來直接坐下去喵入來，然後我想，maybe it's the symbolic of acceptance 咁樣咯 ，because 啊無種事無端端就去看你喵入來，一過去嗰時 ，the next thing 就是伊互阿三年女嘅。對，搞我路，然後伊個是做咩屬於頭是伊咪 accept 嘛對，伊喵來去，我再去辦三年辦嘅個都對來你看，伊就是 certain things 咪 let it might accept 嘛，so it's something that it might accept 嘅。當我哋你 interview 講即係蔡妍啊，有人講伊伊去judge伊講伊應該係時辦個了咧，伊應該是想解脫嘅是較 free 啊啦，較自由啊，特別伊做事大好嚇，佢director白好，哇！伊我看樣演呢一個戲啊，樣做啊家己搬即是，我較知做咩事講。伊人叫伊，我頭嘅時，我 initial reaction 是想講，哦 ，maybe 有咩叫出名嘅人，你應該會 sell 一段。特別樣 actually 是因為樣真正考驗嘅事，你知道？所以even though 伊話講無準啊，伊嘅 character sold 我啊，伊嘅 acting sold 我。Yan is a very good actress. Very good. 咁樣。所以我當叫我會無插伊講幾句無準滿好啊。我 totally believe 伊個 character 啊！你人個蝦米物件話想到伊到底伊個戲裡面成日對你成日 OK 我講到內就是講那是伊是我驚，那是安怎講咩啊？伊是我驚，那是我無使用伊，個就使用伊。那是特別頂住我看到到底。我講自己就是喺幾時老師頭先出邊咧學見嘅戲，但是你諗冇去支持伊個就支持。然後你講就咧，我再嚟講嘅就是諗學見話，學見話邊咧學見是諗嘅話，但是諗冇去保留伊，個就只會保留伊。對唔對？你想，即是啦，I don't when 所當顯示啊，即係戲，即係話時候，伊是冇去想到你看物件，特別人係使 apply 伊即係戲嘅 message 啊。對我嚟講，人就係個人嚟聽邊啲學嘅人，就係講人是真正有心會甲，即係人邊啲學嘅誒話嚟留掉，可能會驚自己不到嘅。所以就是講邊啲學嘅話是人嘅話，但是講人冇去笑伊，人冇去使用伊，人冇去聽伊，冇去被保留伊，嗰個絕要保留。你大家去幫法國嘅隻人嚟講啊，有可能 New Zealand 嘅隻阿毛有可能啊。阿你阿毛阿蓮啊，冇，你是想到講，咱若是講，你若是人無，唔是人來保留，最人要去保留，最要甲你去 preserve 人嘅 language。因為我是你當個朋友啊，嗬，常常會學。但係我有陣時我唔知，我同伊已經看咗開啊，嗬。因為古幫我係真激氣咯，真硬氣嗬。同時我是看咗開啊，就你我未做過行咧，我朋友嗰啲話支持我啦 ，proud of you 啦 ，support 邊啲學緊 podcast 啦，就對咧。特別教我講呢啲話嘅人，可能是冇家己嘅人講學緊話喎。然後第二點，人講我又唔是學緊人，你係咩人啊？我是客人嘛，你又講客話，你隔你家講客話冇啊？冇，咁你 point 上面啊？我 actually 啊，我講啊，我是我會見啦，講福建話啦嚇，少應該是 one of the culprit 啦。制度好。OK， 制度好嚇。係呢啲成。我轉一半段做 translation 咧。當佢解咯，佢有講咯。做 translation 咧，I mean 我唔是講你唔貼喺上面啦，特別做咩事會做 translation 咧？Because 伊老伯冇講福建話呢。特別 actually 嗬，老實講啦，我即係就是我感覺講有一個是一種嘅mindset 特別解到點樣，因為
咱半看過，我家己本身啊，我半看到我咪就 ，especially 當機我甲你講，你即邊我住喺韓國，我有朋友是香港人嚟度，伊嫁互韓國嘅大波，後來生一個查某囝，查某囝是你家己 imagine 講，這個世界是你應該是無看過安尼款嘅人嘅，伊查某囝是甲媽講話，甲爸講韓國話，冇問題喎，伊嘛是安尼款大，伊爸是一句講話本袂曉講嘅。係咪驚阿漢你講咩？下擺我有驚，我嘛是愛安尼款家己。對啊，你應該因為福建話無所在學到咧，老實講，你係學 Mandarin English 啊，哎呦，你掂咪掂過口啊，轉內語也掂口咧。So far 嘅安慰是講我出嚟，我係 family 入邊有時間見啦，時過有講福建話，所以冇時間過。哇，搞。誒，我講下，我係出來嘅人嗬，而我嘅媽會孫會曉講福建話呢。我姨婆啊、姑公啊，伊人嘅孫嚇，伊人教了啲阿羅斯達，但係伊人袂曉講福建話。極少咯，其實我人 KL 嘅掛孫話都會曉講，我人會曉講，伊人袂曉講。是咯，極少咯。咁我就極少面就，我老實講啦，我為咗這個物件，我唔是講做真濟啦，特別我本隨做講有 contribution 本嘛，我有做過快濟物件本嘛，比普通人嚟講，即係阿 John 咧要做 podcast，然後我寫冊，我去做真濟活動，去咪 forum，伊個人講一大堆，所以特別人就想到哦，福建嘅 coach 就是除掉話咧咯，然後老實講，人唔知一點就是，我家己嘅出嚟人，我本未改變咯，我家己嘅出嚟人，我嘅 nephew 啊 niece 啊，可能是未講福建話。即係本時我未做過係，如果其他唔是話喺度，我可能對我嘅表哥表嫂弟啊，咁樣我講話，我真係冇家己見啦。我唔是福建人啦，係人話，我係表哥表姊嘅咧，又講係人話中水應該應該講係人話，我冇明白咗。但係我家己本就起行一條咯，我家己出嚟啦，本時你講咗，家己嘢出嚟啦，本未使小心。我嘅堂哥啊，我嘅堂哥，伊是潮州人嚟嘛，然後伊話加拿大嘅波，伊人當見邊 New Zealand，然後伊嘅紅毛囝會曉講好食，哎呦出味㗎。但係我講嗱，你以前 Canada 嘅人佢講好了，我講 Canada 嘅人因為 Canada 攞嚟 official language 嘛，人本在話就唔對。但係講你都到一個 Canada 嘅家庭，伊爸是講英，伊媽是講 French， 你講伊是講會曉講啊，但對嘅嘛。嚇，按照咱人會講哦，翁甲某講無相話了，伊驚未曉。咱係幫我冇面對伊幫伊就嚟咯。有咧翁某是，即是咱翁家己我甲啦，我有一個朋友嚇，伊個哥嘅學阿嬷咯，美國嘅阿嬷，是美國哎呀，唔係講實處，其實就係講實處。我唔知先。anyway 阿嬷就對啦，伊翁買學伊甲伊囝講福建話，因為伊驚伊講伊爸歹學到啲後輩嘅啥物啊，所以伊嚇。我都會喺啲人揾到，我冇聽講我錄咗節拍喎，我冇明啊，錄咗節拍喎。你笑咩事笑？你可能我未交朋友嘅啫，因為你朋友都講白話講 Spanish 嘅話，都好啊。都啲你朋友變整啲名講，你未識點解變整講 Spanish 啊？所以當佢響變做我正當時我甲伊簽嘅時，我這朋友就練嘅嘛，然後伊個哥就我有過來嘛，甲擺往佚佗，我去伊厝佚佗了，我講福建話嘛，了伊個哥教因吼，一個阿嬷翁嘅吼，了一年後對來啊，未曉講佢完全無伊曉聽，但係唔係講佢。totally 咪講。Of course 我家己有 disclaimer 嘅啦，我見到個仔啊，ada keperluan khas 嘅嘛嚇。So but 我係大囝嗬 ，last time 時我真係是胸有大志，bercita-cita tinggi，愛學三行話，三行話學未來，考兩行話學未來講啲一行話，但係 so in the end they follow. So in the end, I cut down our language into the language. Then why? So what is
連 English 嗰啲未曉講嘅內容，會曉用 sign language only。So I mean 我有 disclaimer，but 嗰啲人 it actually 應該我本是真係支持啦，講福建話。我另外一隻面，你我明白，你個唔是到啲檳城㗎咋？你若是講到啲檳城嘅人啊，到啲檳城嘅人，你出門出去外口都聽機會聽。拍下仲有。真係冇明白咯，真係冇明白。然後有啲人，我話啥是真係人上面。檳城真濟啊！這人是笑到安怎着？我若是講福建話咧，伊學阿嬷都未學安尼濟，伊學唐人，伊 Mandarin 都學未學安尼濟。因實個講，伊 occupy 伊 brain space 啊。你變做伊未曉講曉咋？我細漢甲大漢，我可能有伊家己嘅 strength and capacity 嘅啦，but 有嚟人講 ，OK， 即係 most of them 你是囡仔嗬，你伊是無，你會細細講一個後生講嘅，你媽講一個話，爸講一個話，伊袂參起來嘅。特別嚟講，特別唔是講特別嚟囡仔本嚟做，較濟囡仔本是使 dual language 是真係用嘅。特別呢，唔是講隔離嘅囡仔會做嘅咯。然後 sometimes 係 risky，然後 feel 到，哎呦，死啦！一人聲伊 English 冇咩好啊 ，OK， 一直到 cut 去啊。你係時你 paranoid first 就，我係厝人啊，無白，我人唔知一定樣，我無講會曉還是未曉，無去想到定當咱70年代時候，我出事時，我厝人人家都是講福建話，然後我媽講無我爸甲我爸媽都講客話。แล้วว่าไอ้เขาเทียสิอยู่ในอันนั้นคนน่ะแต่พี่ว่าลังชูหลายลังก็รู้สึกก็เขากันว่าว่า冇กี่時候就講多出來特別講阿嬷講英文還是講華語甲做我去學堂讀冊個好冇時候對啦我出來人冇時候對就是去學堂讀冊嚇你去讀你啥咧你把啥拉語你去讀你把啥你 Chinese 你 Mandarin 甲你 English 你去讀對來講福建話就係你看呢，是真正自然嘅，你冇去笑就講安怎可以 help 你？所以我 expose to see languages，我唔是講真正好，我 Mandarin actually 是真白嘅，特別嗬，我本嚟曉寫，我會曉讀，我會曉講。特別邊有可能我教啦冇法度，今時啊各位聽就笑聽。我是俾學人仔講，你 expose 喺你款嘅 environment， 我當今會曉講，會曉聽福建話，會曉講會曉聽阿嬷話 Mandarin， 我會曉講廣府話。特別我有可能我嘅基本有我對 language 講夠嚇。我本身會曉講嘅了，我會曉我 Japanese and German as well，but 呢我係見我見到一個話本，近到一個 language 我未來。我問來啦，我問來。咁樣奇怪。奇怪，特別較濟見到看，我淨見到兩個 language 三個 language 應該是冇問題嘅。特別問題是，你做乜事？我唔是講你唔對嗰隻邊度，做乜事？你係感覺講伊未曉咧是，譬如講我冇明白你嘅問題，你拄到嘅problem 是啥物事？我見到是 special needs 啦。OK。都冇，較冇，你唔是普通嘅 case 啦。OK。唔係普通 case，唔是普通嘅，用 sign language。sign language 我係曉 sign language 本。ASL 啦，我American Sign Language。OK。我本嚟曉。sign language 本是有冇上話對唔對？對，我用 American Sign Language because 聽到嘅是你講我哋馬來西亞嘅 sign language 有時未講啊？馬來西亞冇上。特別伊係 based on ASL 嘅喎，伊係 history 啦。特別要淡薄冇上，我係 communicate 㗎。我特啲聽到時我係顧處長，我 deaf school 嘅嘛，所以我有過去教人講啦，我會 get understand 嘅嘅。特別咯，在唔在 American Sign Language 啊？VSL、ASL 冇上咯。VSL 較冇上 actually。所以美國人甲英國人未講，我未通嘅啊。冇咩通，因為你在咩事喎？因為 ASL 嗬，定到會去英國
咁樣睇伊 system 一樣買 share system 嘅走去法國，所以法國加美國嘅人講話計通，因為伊個 system 是 based on French sign language。了解，所以你話當今想樣韓國嘅報告新聞嘅時，新聞邊有一格是做 sign language，所以就是講 Malaysia。你講話人過嚟這邊看新聞，以前冇人逼佢咯，嗬？我唔知咯，只點我而家冇人叫我唔知。特別咧你聽到我不讀 sign language 幾多年嘛？所以我就俾去 deaf club 啦，我就俾 join deaf club 是咧抄起人，咁我做一下我冇樣抄人嘛，所以參朋友用 club 嚟講，我覺得是俾用 sign language。伊人講係even though 伊人冇。understand 伊個 sign 無相哈 ，because 樣嘅 perception 就好，樣就搞讀人嘅 expression， 加讀伊個 context 啊，人哋 sign language visual 嘛，所以 context 就講你借落來，然後借落來，所以伊阿格會猜到，樣嘅比人 hearing 嘅人曉，咱係講話人曉，較 sensitive， 樣所以樣看到咧，即係講樣就證明Washington 嘅有成個有 international 嘅成 sign language 嘅 deaf club 嚟 join 時，所以佢就冇上佢世界人講嘅時，伊人會 communicate 啊價50-60% 樣嘅 still 會在 ，sometimes 用 gesture 咯，用 gesture 用成個佢邊個人裝啊，一出邊本嘅 sign language， 特別咱咪講 sign language， 咱講咱自己本嚟學嘅，咱學嘅，本嚟學嘅性嚟，咱特別要緊特別卡。但是個尤其是咱有驚字嚟講啦，是你再講人影響就是有驚字嘅，但是你驚字12歲以下，特別叫人考慮啫，人講學嘅話，冇邊考慮嘅，因為我是講，你冇需要教，冇需要學人學咗，講咩啦？你講嘢嚇，你咪講借落嚟講。A 是 for apple，B 是 for。我咪講你 A 是 A 曉 ，B 是 B 胖 ，A 是 A 曉 ，B 是 B 曉 ，B 是 A 曉 ，C 是波曉，D 是頭咯，K 是 K 波。哎呦 ，OK， 女人呀continue 這個禮拜佢會使去看開機先咯，個通去看過。當然我 partnership 已經是 exist 了咧，特別我感覺就伊係只 strong 咯，伊只隻 element 唔是 perfect，but 伊只隻故事啊，會做到小氣你領導嘅物件，伊會 stir up a good movie， 我講a good movie will make you think。It will stir up all shit。你講人做講是咧 global on demand 嘅啊，咱人荷里啲 YouTube 去看就 OK 咯嗬。係哦，即係人會，即係人咁運咯， iTunes 咯，人會 iTunes。就荷里咯，荷個 call US dollar。你問到假影嘅 distribution 就是 instead of DVD 啊，你做 Netflix 啊，Amazon 啊，當然就影咗咯。所以我唔知啦，咱或者你有架所長先講，所以個計講話。我就講用台灣是隻條件咧。我在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is in the progress。你食先，你別先是最是伊個Grace 呢，還是阿歡 ？Grace 啊，特別都冇買啊，冇出買啊，伊唔是食先係是咩咯，係嘛？伊咩溝？伊唔是食先嚟，食先是鹹有食先是夜巴嘅嘢嘛，鹹。三年困樓卡，你冇人車女咯，有人車女就做咯，鋪咯。定心啦。我講到有人 complain， 有人係咪？唔是 complain， 有人講佢冇 logic 嘅物件啊。有一擺咧嗬 ，actually 是講嚟堂嘅，就是看你用下面 angle 去看這種嘢咯。你講按照伊嘅細個先我點正句啊 ？OK， 嚟講。你講少年咁少，就是伊嘅細個滾過伊嘅大哥，特別老嘅咁少，特別老嘅咁少是細個嘅佢大哥嘅喎。叫啊咯叫。osteoporosis 嘛。osteoporosis 唔是叫慢話解諗，唔是叫冇叫嘅 ，because 少年嘅細個嘅大哥是啲做戲嘛。哦，啲戲裏面咧，啲戲裏邊伊是做戲嘛樣。所以好似你咪有時誒交代就講，因為依啲戲裏邊央視啲做戲嘛。央視係一出後尾戲播，伊係就先開起來。有戲出戲裏邊咧 N1 嚟嘛。
條本條。咁你愛講會痛，硬硬講會痛嘅這邊嘢。我冇去想呢這本咯，伊 because 嗱而且這物件嚇，伊嘅故事啊，迄像個伊故事八個樣，迄個其他細細樣嘅物件，我冇去插小嘢啦。特別講到學嘅話啦，有一個咧，我 feel 到咧應該講起嘅，貴州戲裏邊咧，嗬第一次咪是一句話嚟咯。係咪？有一人是冇聽過，我朋友走嚟問我嘛。伊講蝦米？伊講我貴州戲一邊白干了咗，伊就因本我老紅我一邊白干了咗。伊講，我想話，其實你講我怎講嘅？呢句話是講我邊兩個人本真少聽到嘅，按照有一句話喺度話，因冇白白嘅意思咯。但是先，我講想到，愛了咧，愛了了嘅。大 at 啊，唔是啊？唔是，大 at 就係人會曉嘅。有一個字，有一個人講嘅。我朋友講，伊看貴出戲了，頭到尾。係咪人講？係咪人講？迄一個字，伊無明白呢。就係喎，係咪就是人講嘅啫？大哥講嘅啊？大哥講嘅，再入去咖啡店。咖啡店是大哥講啊，嚇特別計講係咪？有一個八，迄個是真正少嘅邊人會明白嘅邊樣嘅。就係你講下。你講啦，就是啊，就是啊。我跌到，我跌到。有啊。你看戲啊嘛，唔是？看了你個唔知。我跌到，我講你嗰時我跌到嘅會。啊，呢部人阿龍，伊嘅所講嘅 conversation 我明白喎。唔是伊所，伊歌大歌。我講伊歌，我講伊所講嘅名我明白喎。伊有一個字，我朋友幾日嚟，朋友走嚟問我講，誒，足原來我唔捌聽過嘅咗。我邊兩個人大嘅了，我覺得迄個字是伊樣真正濟人是唔捌聽過嘅。就是伊大哥佢講，伊叫去看伊歌嘛，伊歌寫半話啦叫出來嘛。然後我看到伊就歡喜咯。然後伊講伊就歹勢嘛，伊講伊走去翕戲嘅，講冇，然後伊歌就夾伊啊嘛，講如啊。做好玩誒頭會壓起來會看人會見人啊，會甲人交代，坐徛啊，會坐徛，會甲人坐病徛，甲坐徛不會使，坐病徛甲坐徛不會使，咁會互人會互人甲別人坐病徛，真係夠了，幫到真係夠了誒。係啊，就是講，我明冇想誒。不，你明白咩意思？我明白。你成個我明白啊。平咗啦，平咗啦。呢話是一隻，我係會是係朋友，可能是冇聽過嘅咯。你比我個老啊，你比我個老啊。阿龍，我老個你我個少年人結婚，我明白喎。冇你人老。我少年人結婚有冇？人嘅人是較老嘅。結啦，人慢慢啦，我 OK。隔兩個超老嘅，是一條外國啦。我 OK 啦，我未結呢，我 OK。我都算嘢咯，我冇換對嘢。算啦。佢中意我明白嘅啦，就係只把我唔明白就係咩意思？意思按照下即係伊係是講咩啊？我會講，你何往會見人，何往有才調。你說我未必記，講有才調話落去啊！你講你何往有當見人，何往會甲人坐徛都夠了。啊，人坐徛，就是講你成日做伊未做好樣，無面唔敢人做未寫衰。一個你數寫人甲人別人嘅 standard 係差唔多像，你講嘅未寫衰做一件。伊有戲得個 agenda 啲病嘅，伊個嘅講我知你做嘅係咪戲了嘅。你係是咪將我古早做嘅咧？做嘅故事講出來，我知了嘅。特別你去做呢物件，你何往見人會甲人坐徛就夠了嘅。因為一內的歌冇做錯嘛，古早成話會有成話咯。係了，我個冇睇過蝦米車人，我會做咩物件？我是為咗趁錢嘛，我冇辦法啊。我對起人咪講我對起人嘛。是。啊，本來要在這 character 啦，因為特特嘅 character 本就 strong 就，所以伊變咗伊告訴較 convincing，是伊無想講成啊，伊少少嘅來是實在，你看嘻嘻嘿嘿，你可能伊。有一個 character 是較當機無人講起過咯。啊，等陣我想學一句啊。就是一隻喵咯。
哦，隻鳥有啊。但我都冇講隻嚟啫。一隻鳥鬼名，鳥雞狗咯，隻鳥。一隻鳥是鬼名講白白嘅啫。伊是實際，伊到底係邊鳥是 train 嘅鳥？伊到底嗰條路是鬼名啲邊嘅啫。哦，所以是隻鳥嚟啦。伊是伊鬼名是啲邊嘅啫，隻鳥。喲，出邊，伊是啷個起鳥嘅鳥，起鳥鳥。唔是，你都係講哈利路亞，係 God send 埋嘅啊。冇，我唔知講啷隻是上去 animal trainer 睇誒嚟翕嘅，還是正到底邊嘅？唔是。所以只是到邊？大家吹到隻鳥嘅。喲，出邊。一個搞哦，一個係成個煮上來對，一個接一出咧。冇找到過去咯。哈，哎呀，出邊。OK，喵不要出位，阮係做媽媽生嘅。啊，攞隻鳥啦，冇講掉，後尾攞隻鳥。喵㗎，鳥咯。啊，或者咱請鳥嚟起來邊咧好勁講嘅哦。喵是邊靚人嚟哦，佢是邊靚人，所以學嘅話是準嘅。啊。แล้วว่าตีหีบางเสียงว่าก็จะไปช่วยได้หรอเลยกินแล้วแล้วนั่ง做สิเลยเอพิโซดสิให้กินสิรอกินอาปานเนี่ยอ๋อไอ้ไซส์特別又未使聽又未使聽特別未使講錯話哦我同你講我誒我白人嘛因為嘅頂時就 OK 嘅哦 OK 講錯話 especially 三年啊講一百個嘛講不要緊啊講來講一百個嘛就 open 咗所以一人就 open 咗咯因為聽邊咧學人嘅。哎呦，別使啦！冇啦，出事冇。嗱，見大漢人咪使聽。冇。家庭好聽。家庭。依家庭。家庭應該家庭。誒，一搞咗，一是阿媽嫁出來咗，所以你家庭就係阿媽嫁出來。唔怪哦。OK。咁上這禮拜收聽，但是講你人是把你看了還記先落啊，還是啲面冊位啊，還是啲錄條 YouTube 會看到，後啦個過來咧歡迎你人啦嚇，แล้ว希望我人講話無慳條人，我把禮拜唔加多嚟聽，我人要接落去講把你話題是咧禮拜咧，人特別接了聽，但係禮拜聽我變咧學嘅做咧，就除咗600塊出聽嗰啲冇論，不然使慢慢放嚟聽。600塊出聽個冇論。這這人哦是寫批甲我講，安怎聽嗰啲舊 episode 新嘅啦，無你個來啦，講我去啲 iTunes 除掉無個了 episode，你若是要聽舊 episode，你使去邊咧學見，會幫嘢去聽，啊，所以你使 email 我咯 online@gmail.com， 我係使教你講安怎聽。啊！真正感謝攏會使接條收聽啊！要彈迄個歌咧，要彈伴奏咧，佢會使接條參過5月11號這禮拜4，當會使去幫我小英了，迄個無唔是頭背肯彈嘅呢，個會彈頭背肯希望頭背肯彈當彈經嘛，所以攏會彈歌咧，機會就較懸咯。แล้ว無彈咧不要緊，at least 佢彈伴奏，伴奏就水本 actually，แล้ว你就會จู่參加嘅人 ，even 都無頭背你本，我本會使溜人 lucky draw。10 can， 所以เราไม่กี่ทำผมไปเที่ยวแล้วสิ這禮拜講嘅正式啦，這禮拜我特別嘅呢就是我報名就好啦，咪就係講啦，日本鏡啦、英國鏡啦、道嘅啦、後調啦、俄比啊、金鳳鏡、阿韓、阿蕉、我哋都7號冇講掉啊，แล้วก็加多粒頭，個住人乜嚟一走去即係無毛白嚟就一走去啊！如果一行落行短期咁行個個正行到唔知幾點嘢咯。困嘢啦。總之讓大家俾佢看出去就對啦。一戲裏邊做 producer 就真正好料，大家俾佢看，都愛去。咱就俾大家 producer 學嘅話地好料誒，地搞料誒。太搞笑。個 N 豆，個 N 豆，冇 N 豆，係叫啊，即係做producer叫我 N 豆。我係當時我本就逼成本就一講就紅咧嘛，流紅咧嘛，一騎住我就一個 N 豆就我佢哋做話。誒，你是唔是拉薩 ？Frederick 是唔是隻小？定住你咪浪聽到，一時時間留住啊，一個拍一個焦嘅，你都知喎。一個焦嘅，一個焦嘅，哎呦，我感覺嗰看了。你一個 N 打，你都感覺，一攏出去啦噻。一個 N 打嘅。哦 ，Frederick 啊。哦，你見對 Facebook。有可能一個可能 N 打應該是後邊暑假 N 打，對唔對？唔是，唔是啊，唔是。要老秋淡薄嘛，老陳淡薄。Actually，暑假老秋嘅唔是話。100嘛是 N 打100。100嘅就可以。400啦，400 OK 嘅啦。
OK 你啦。แล้วก็จอนตัน咧，古早較好看啦。จอนตัน有可能จอนตัน有聽啊，個人講，เป็นได้好勁。唔，古早好聽啦，我非得當劍 Q 有聽。จอนตัน，我頭上微 message 我講，你本來 surprise 我嘅，講住話จอนตัน走出來。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啊！講出來。對對，有人講無邏輯嘅係咪所在？就講，總是伊笑嘅，伊現在呢 fit 咧。笑現在咪就 fit 咩？笑人現在冇 fit 咩？係啦，笑嘅人現在 fit 個較驚，活到老是真係。伊就講啦嘛，伊句自己變都會驚嘛，所以驚是對身體好嘅咋。啊，或者讓佢 exercise，幫佢哋借啲 computer 頭先做 podcast，我冇聽，我冇聽頂住你咪講啊！一 practice 嘅時候，因為按照準備，我每按照準備。Frederick 講，阿 boy 講，練卡吹，笑死嘛！因為我每張單我按照準備就加時，然後一頭 boy 講練卡吹，伊講我卡吹嗰是嘅，講伊，笑死嘛！張單嘅張單即係 Frederick 嘅笑呢。OK， 感謝啊！這禮拜講，這係咩物件嚟？我講到之後，我係咩物件嚟？原來是我另外自己唔係。那是當你錄條 YouTube 會看，你諗咪聽舊 episode 咧，攞嚟使到短期變領學見.com 嘅網頁會話。感謝啊！這禮拜講個正聲啊嚇，下禮拜過來收聽無上趣味嘅話題，有講有笑有啉有幫助，拜拜。哎呀，唔少說。Ding the bell. Bye bye.